公阿嬷、囡仔兄、囡仔姐，花声甲伊吹落去，用上热情的花声做回来，热烈开场，花声鼓励。 活动哦，是由台湾台语路协会甲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共同主办的。阮嘛有邀请到讲客语甲讲原住民语的家庭来做伙摆档啊。因为台湾原本就是一个语言丰富的所在，不管你的母语是啥物，咱今仔日拢会当伫遮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因为爱你，所以对你讲母语。 嘛，爱你甲阮做伙来欢喜讲母语，是咱今仔日的主题。我希望社会大家人拢会使用台语、用母语来学习，来做任何的代志。你有啥物愿望？我希望有一个用台语学校。 会使有台语数学、台语美术，所以我感觉想要有台语学校。哦，现场的大人拢有听到啊吼。我希望大家都做地去学习客家话。哦，大家来共下学习客家话哦。好，请你讲什么客家？什么客家？啲哥哥硬硬個。伊比多拉兰最多。 Itamulan aku taat. Itu aku maku taai. Hoa Liên Phong. Wahai. Wah, cuma aku teh si rumah minta bantah. Ina atau Mama. 我们住在花莲丰滨的港口部落啊，每天跟爸爸妈妈三鲁班仔讲阿美语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全阿美语的共学员这样子。 台语路协会是一群根心对囡仔讲台语的家长所组成的。阮爱阮的囡仔，爱咱的土地嘛，爱咱的母语。就想要透过讲母语提醒台湾人，其实咱爱看重家己，爱对家己有自信。而且呢，咱办这个母语家庭生活节，是想要让大家知影讲，母语是生活，唔是表演语言。 做伙来甲本土语言这个环境更较快咧吼，好，所以就是讲，母语应该是爱伫厝里讲，伫家仔店讲，伫学校内底嘛应该会使讲，所以阮就是感觉讲吼，若是大家为着要沟通，就直接放弃家己的母语，这是一件足无彩，而且会互规个语言环境愈来愈单一的代志。 所以，阮是鼓励大家会使加使用母语，保障各族群会使使用母语来沟通交流。今仔日就希望会使伫遮互相学习，多谢大家。感谢咱台语路协会理事长李贤。你今仔日科学馆办这个活动，拢是上重要的意义，就是讲，足侪细汉囡仔会来遮耍。来耍的时阵，伊就甲伊讲台语，甲伊讲母语，安尼母语的传承都会拢落去。 大人、小朋友拢斗阵来推动阮的母语的文化。所以科学馆随时欢迎各位来欢迎。谢谢。台语是足水吼，台语代表台湾的文化，足有价值。阮长期有咧推动母语家庭活动，祝今仔日活动顺利成功，祝各位家庭真美满吼！多谢各位，谢谢。谢谢。大家拢讲母语，世界愈较水。我想台语台对咱规个咱台湾有真大的影响吼，大家来讲母语。 欣赏台湾文化的水。顶礼拜伫个华山园区办理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咧，阮的口号叫做母语老来讲。有需要，母语台语是咱台湾的宝，有需要大家做伙来支持，谢谢。姻缘宾馆，我来拍拼，有我阮两人都会来拍拼，感谢大家。报道联播网是足爱母语的电台。
家庭母语新时代，你我做伙来，感谢。做伙来，来，咱的岛屿回航的道路已经完成哦。咱再邀请所有的贵宾哦，做伙来做伙来伫迄个这岛屿航的正手边，甲倒手边，咱嘛邀请到咱伫大家的拄啊来到现场。跳舞爬树，看这画图，新的一天，有新的心情。今仔日嘛是台语路本人吼，第一届伫大家人的面头前，甲大家人见面。你好，要点脚行，来跳舞，来跳舞，来跳什么舞？玲珑色，会馆啊，准备好。玩跳起来！哇，这两个眼睛还变红了。哇，这么厉害！Sama-sama, Ibu Ijen dan Ibu Jakai. Masaru. Maulah misanu bangsa, magulong kita misanu bangsa.开始，西瓜，西瓜，走走走！哦，真正有大声呢哈！小宝贝，我是雅玲，我是特工盟的前理事长。在过去的8年，我一直在积极争取囡仔人生的权利，跟我表达意见的权利。对我来说，游戏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孩子好好的长大，同时表达意见对孩子也是重要的。我希望大人可以去听孩子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争取孩子心里所想的。我细汉的时阵，甲阿嬷住在后廊，阿嬷常常甲我讲台语，不过我学会了，来到台北了，我拢无在讲台语。到我大汉的时阵，搁要转去甲阿嬷讲话的时阵，阿嬷拢讲我是外省的，我讲啥伊拢听无。对我来讲，台语是一个最重要的甲阿嬷的记忆。所以我30外岁的时阵，做妈妈的时阵，我就想讲，我一定要把台语搁捡倒转来。哦，一直到阿嬷离开这个世界，我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阿嬷说话。所以当我当妈妈的时候，我就希望跟孩子好好的说台语。我希望把这份连结留在小孩的心中。哎呦，慢好点。我刚才我熟悉一寡爸爸妈妈，我知影因在创作足侪台语的故事，吼，在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粉丝页，还有 podcast， 遐会使提供你足侪台语的资源，让你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说台湾的故事。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他们，让他们继续用更多的力量去支持我们所有的人，传承母语的环境跟文化。我希望未来进入立法院，我可以争取更多的母语资源给母语的家庭。我希望让每一个母语的孩子
都能用自己的语言学习台湾的各种学问跟文化，让大家知道，记得自己是谁。讲台语，真欢喜，耶！做伙讲母语，台湾上介水。我叫做丹心，我今仔要讲的是阿公带阮去饲鱼。阮细汉的时阵，常常带阮去饲鱼啊，遐有足侪鱼，我和妹妹拢会饲甲足欢喜。遐阁有一个公园，海公手，阿公教阮海足大。就是咱年都爱去听古锥的广告。就是我就爱电脑，就介意。恁伫古锥的广告内底拢唱啥物歌啊？古锥的白纸，古锥的皮，古锥的嘴啊，古锥的皮，古锥的嘴来听滴滴。古锥的广告，互你笑眯眯。我妈妈拢会。用台语传大家听无耶。古锥的目睭，古锥的鼻。妈妈就爱讲，妈妈就爱讲，来。来阮搭佚佗。来阮搭佚佗。大家来，我阿祖上爱讲，大家来，食好饱，食好饱。阮阿嬷有手机仔了啊，上爱翕相，来，翕一张。阮阿嬷上敖煮食，好食。我上介意，阮爸爸同我用台语做运动，一两开始运动。对台语我袂少个朋友，伊厝内的是个人来讲，啥物台湾话、啥物老话，哪阮分享个。
这摆台基路甲乐生田的合作，是由环境友善经纪公司 ESG 计划来支持的。阮有超过12组家庭做伙来种田，希望透过真实的体验，参与一季场外种作，亲近土地，乐田做事，和后一代知影友善环境的种作方式，会当保护环境甲生活伫遮的动物。环境好，人自然嘛会得好。我感觉若是田变做民宿啊，若是热天的时阵，因会开冷气啊，若是开冷气了，可能地球暖化。我想要帮伊建起来，像我感觉就是一个人讲一个人继续安尼唱的，我感觉大的，无一个落来，佫会个继续来去种田，安尼伊就趁较侪钱的。除了种田，我嘛积极推广环境教育。这摆米的销售会全部关乎台基路协会做母语教育甲环境教育。已经有一个囡仔有婚。今年是第10人种田，一路以来面对气候甲收入的无稳定，伊嘛是继续坚持，希望大家来加支持。这个水拢比较多，伊讲会使讲咱这两条就较无。就是学家己囡仔的语言使用的方法。
家庭生活节节目开始，即马请现场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囡仔兄囡仔姐，歌声甲伊吹落去，用上热情的歌声做伙来热烈开场，歌声鼓励。这个活动哦，是由台湾台语路协会甲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共同主办的。阮嘛有邀请到讲客语甲讲原住民语的家庭来做伙摆档啊。因为台湾原本就是一个语言丰富的所在，不管你的母语是啥物，咱今仔日拢会当伫遮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因为爱你，所以对你讲母语。嘛，爱你甲阮做伙来欢喜讲母语，是咱今仔日的主题。我希望社会大家人拢会使用台语、用母语来学习，来做任何的代志。你有啥物愿望？我愿望有一间台语学校，会使有台语数学、台语美术，所以我感觉想要有台语学校。哦，现场的大人拢有听到啊吼。我希望大家都做地去学习客家话。哦，大家来共下学习客家话哦。好，请你讲什么大家？什么大家？你哥哥牙牙哥。Pitularan su itu Itamulan aku taat. Itu aku makutai. Wahai. Wah, cima aku tehisi rumah misa pantah. Ina atau mama. 我们住在花莲丰滨的港口部落啊，每天跟爸爸妈妈三鲁班仔讲阿美语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全阿美语的共学园这样子。台语路协会是一群根心对囡仔讲台语的家长所组成的。阮爱阮的囡仔，爱咱的土地嘛，爱咱的母语。就想要透过讲母语提醒台湾人，其实咱爱看重家己，爱对家己有自信。而且呢，咱办这个母语家庭生活节，是想要让大家知影讲，母语是生活，唔是表演语言。做伙来甲本土语言这个环境更较快咧吼。好，所以就是讲，母语应该是爱伫厝里讲，伫家店讲，伫学校内底嘛应该会使讲。所以阮就是感觉讲吼，若是大家为着要沟通，就直接放弃家己的母语，这是一件足无彩，而且会互规个语言环境愈来愈单一的代志。所以，阮是鼓励大家会使加使用母语，保障各族群会使使用母语来沟通交流。今仔日就希望会使伫遮互相学习，多谢大家。感谢咱台语路协会理事长李贤。你今仔日科学馆办这个活动，当时上重要的意义就是讲，足侪细汉囡仔会来遮耍。来耍的时阵，伊就来讲台语，甲伊讲母语，安尼母语的传承都会拢落去。大人、小朋友拢斗阵来推动阮的母语的文化。所以科学馆随时欢迎各位来欢迎。谢谢。台语是足水吼，台语代表台湾的文化，足有价值。阮长期咧推动母语家庭活动，祝今仔日活动顺利成功，祝各位家庭真美满吼！多谢各位，谢谢。谢谢。大家拢讲母语，世界愈较水。我想台语台对咱规个咱台湾有真大的影响吼，大家来讲母语。欣赏台湾文化的水。顶礼拜伫个华山园区办理的国家语言生活节的，阮的口号叫做母语热烈讲。有需要，母语台语是咱台湾的宝，有需要大家做伙来支持，谢谢。姻缘宾馆，我来拍拼，有我阮两个都会来拍拼，感谢大家。报道联播网是足爱母语的电台。
家庭母语新时代，你我做伙来，感谢。做伙来，来，咱的岛语会堂的导导已经完成哦。咱再邀请所有的贵宾哦，做伙来做伙来伫迄个这岛语会堂的正手边，甲倒手边，咱嘛邀请到咱伫大家的拄啊来到现场。跳舞爬树，看这画图，新的一天，有新的心情。今仔日嘛是台语路本人哦，第一届伫大家人的面头前，甲大家人见面。你好，要点脚行，来跳舞，来跳舞，来跳什么舞？你拢说会馆啊，准备好。把玩跳起来！玩起来！哇！这么厉害！大拜，一步一拳打你米甲盖，马萨鲁。Maulah di sana bangsa, magulong hilang di sana bangsa.
今仔日的2024世界台湾文化奖的颁奖典礼哦，我是这个主办单位啦，主办单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共同发起人哦，也是今仔日的司仪哦，我是何信涵哦，请大家多多指教哦。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奖啦，吼，这个颁奖典礼啊，吼。会场啊吼，有来足侪贵宾的啦吼，足侪贵宾的，啊足侪好朋友的哦啊，不过啊吼，大家敢知影是安怎会有这个奖？这个奖啊吼，会开始其实啊吼，爱对这个23届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开始啊吼，咱各位知影讲，咱的台湾罗马字协会啊吼，逐年拢有办这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吼，推广台语，第23届吼，迄时特别啦，伫洛杉矶举办啦吼，特别伫洛杉矶举办。哦，啊，迄年啊吼，大家海内外的台语人啦，做伙聚会做伙，吼，啊，搁有啊吼，专工去邀请真侪即个少年朋友啦，吼，就是新一代的台语人，做伙飞去洛杉矶，大家做伙斗闹者来推广台语。所以会后啊吼，有出一本即个文化营会手册啦吼，相信吼各位贵宾吼，也是即个得奖人吼，拢有领着安尼，吼，啊，搁有大家看我即个。不漏字啦，吼，即个偏看一个吼，即个海岸哇，吼，海岸的吼，即个吼啊，即个吼，就是咱来看台下顶即个即个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头前，就是迄个啦，吼，迄只海岸的即只，迄嘛是迄当阵做的安尼，吼。毋过咧吼，伫即个了以后，吼，即个文化论坛了闹热滚滚，大家想讲哇，海内外侪心台语要起歌啊！迄当阵啊吼，就拄着疫情，对，所以吼疫情落去了后，哦，所以就无法度交流啊，对吧？啊，无法度交流啊吼，加在即摆科技真发展，所以吼，大家就怎甲即个论坛啦，改做什么物件？改做线顶，吼，改做 online， 哦，线顶举办。啊，线顶举办咧吼，共款是就是。海内外吼，海内外做伙，变成讲吼，逐礼拜六暗时吼，有一个2点钟的论坛咧，台湾时间啦吼，台湾时间是拜六暗时安尼吼，所以吼闹热滚滚啊，大家啊吼，拢唔敢煞啦，所以到即马吼已经几岁啊？恁知啊？120岁啊啦，吼，逐礼拜一届哦，一礼拜一摆，120岁，你想看觅，经过几年的时间啊，好。哦，啊，伫即个论坛吼开始进行了后，哦，大家就想讲啊吼，哎呀，咱台语人啊吼，进前是足辛苦的安尼吼，都拢无资源。进前伫英国迄个时代啦吼，咱讲就是国民党时代嘛吼，拢无资源啦，哦，啊无资源吼，大家拢足辛苦的，吼，所以吼，就由即个陈良根先生倡议啦吼，啊甲即个啥美国的即个陈文成基金会，啊甲台湾的陈文成基金会，大家做伙啦，就来发起一个吼。即个文化奖啦，吼，即个文化奖，啊，即个文化奖啊，吼，伫前几届，就是要鼓励即个进前拢无互大众熟悉，啊，真辛苦咧拍拼，伫足艰苦的环境嘛无放弃，哦，即个团体甲个人安尼，吼，啊，所以今仔日啊，吼，即摆因为疫情过啊，所以咱今仔日就专工啊，实体举办线线啊，吼，大家见面会，海内外的台语人，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安尼，吼，好。啊，说落来吼，咱先来小解今仔日的主办单位甲贵宾，啊，过来今仔日得奖者，咱等下吼，会伫颁奖的时一一来小解安尼吼。好，咱先小解主办单位啦吼，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发起人吼，洛杉矶的陈良根先生吼，甲因的夫人吼，如江姐啊，吼，好，陈良根先生啊吼。伊其实啦吼，毋若是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发起人啦，英国影响台湾台湾的台语的发展史足重要的一个刊物，叫做《台湾通信》，嘛是因发起的安尼吼。啊，其实认真考试会当生会出来，吼，即个陈良根先生嘛，伫内底出真侪力安尼，吼，因好。吼，啊，其实啦吼，即个论坛有一位发起人，3位共同发起人，吼，啊，迄个3位共同发起人，一个是陈雷，吼，就是吴景如医师，吼，啊，吴医师啊，吼，伊伫加拿大即届无回来安尼，吼，因为有代志无回来，吼，啊，另外一位是张福珠医师，吼，张福珠医师啊，吼，伊是台湾罗马字协会创会理事长啊，吼，啊嘛是做过台湾南社的社长安尼，对推动即个罗马字、推动即个台语吼，有足大的贡献，伫台语运动的顶面吼，有足大的贡献。那伊今仔日嘛有代志，无法度来安尼吼。啊，第3位共同发起人就是在下我啦吼啊，感谢吼，好吼好，啊，咱来吼，带来是迄个美国的即个
陈文成基金会啦，吼，美国的陈文成基金会，美国的陈文成基金会啊，吼，的创会会长啊，吼，是这个林富文先生，吼，啊，甲伊的看守现任的理事黄美惠小姐，这个咱知影陈文成教授的事情嘛，吼，啊，陈文成教授过身了啊，吼，海外的迄个台湾人就开始积极发起这个捐款的活动啦，吼，啊，所以捐足济，啊，到尾要互因的夫人甲因的囡仔吼会当生活，因为咱知影讲啊，吼，受难者足辛苦的，但是伊是英雄，啊，但是上辛苦的是受难者的家属，对吧？吼，因为迄受难者的家属啊，伊无迄个英雄的名，啊，但是所有的遐个。你去外口互挤拄拄，对吧？吼，啊，遐所有生活压力拢爱因承受，所以美国的迄个台侨吼，就北美的啦吼，就开始捐款啊，啊，最后迄个钱啊吼，就成立即个美国的陈文成基金会吼，啊，由即个吼，即个林理事长吼，傅文先生吼来做即个创会理事长安尼啦吼。好，所以啊吼，啊，这就是美国的陈文成基金会，嘛是即届的共同主办单位安尼吼。啊，搁有即个啥？即个台湾嘛有一个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迄当阵是美国甲台湾拢有成立啦吼。咱就请即个啥？梁桥先生吼，执行长嘛来伫遮吼。梁桥先生啊吼，伊大家拢叫伊梁三啦吼，梁三先生安尼吼。所以吼，伊即个啥？就是美国的陈文成基金会甲台湾的陈文成基金会是两个无共的基金会，但是这两个基金会啊吼，拢甲即届的那个。即个颁奖典礼吼，大家共同做伙相敬啦，所以等于讲吼，即个论坛就是海内海外安尼吼，啊，搁来就是即届吼即个承办单位啦吼，因为咱大家知影讲啊吼，即个基金会啊吼啥，就是人可能伫外国啊是安怎，所以执行嘛是要有人执行吼，咱欢迎即个咱的迄个感谢即个台语路啊吼，董立贤理事长吼，啊甲因台语路的所有的工作同仁。好，这是承办单位啦，吼，啊，其实咱吼今仔日来足侪贵宾的啦，吼，足侪贵宾的安尼现场，吼，咱就先来一一来绍介这个贵宾安尼吼。那第一位啊，吼，是在座我想大家拢熟悉啦，听到伊的名吼，就比大头尾吼，即摆的总统府的主席吼，姚嘉文先生，姚嘉文先生吼，伫台湾的历史上啦，吼，足有贡献的，大家拢知影嘛，吼，美丽岛杂志吼的创办人吼，啊，就是就是推动的部分啦。伊的台湾七色记吼，这是顶港有名声下面。会讲上出名啦吼，啊，拢有翻做有几若本已经翻做台文版啦，吼，啊嘛有伫歌戏，嘛有翻做歌戏，伫遐咧演出安尼吼，咧演出安尼吼，好，这是姚嘉文，搁来就是迄个隔壁是迄个文化部人文司的吼杨定真司长。咱知影吼，文化部啊吼，伫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以后，就是咱国家语言的主管机关吼。啊，人文司啊吼，就是迄个专职单位嘛吼。人文司，所以司长啊吼，就上任以来吼，伊其实上任无真久啦，好半当外的时间哦，无半当啦，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啊吼，已经。开过几若届会啊，做足侪即个台语文相关的工作安尼吼，即个咱的即个伫政府单位方面的国家语言主管机关就是文化部啊，司长啊吼，今仔日吼专工半工来食啦吼，所以大家搁互伊一个捧声好无？好吼，啊，说落来吼，咱就小介吼，咱即个贵宾啊吼，公司台语台的即个卢东熙台长，相信大家嘛有熟悉吼，嘛来到遮啊。对嘞吼，啊隔壁是迄个哈，隔壁是迄个人文国际的执行长吼，啊嘛是迄个蒋渭水基金会主要创办人之一黄信忠执行长，好，啊后面啊吼是迄个台讲座教授吼，历史系特聘教授吼，陈玉水陈教授嘛来到遮，专工来甲咱支持吼，好啊，即个咱个双联教会的迄个长老吼，陈金泉长老嘛是资深的即个台语推动者啦吼，伫台语的运动顶面吼，都有足侪功劳。啊，最近啊，咧甲小学合作，咧推设迄个2班3组无共款的台语文的教学安尼，就是咱的国小啊吼，敢若有一节台语课嘛，但一节台语课课本拢教足基本的对无？所以金泉长老啊吼，甲一间学校合作吼，你要推设讲吼，甲因能力分班就对啊吼，能力较好的台语囡仔吼，会当学
学较深的台语安尼，啊做甲足成功的安尼，吼好，啊说落来吼，后一位啊吼是咱的迄个你讲过我来听吼 Podcast 的即个带头的老师啦吼，温哥华的李占先老师吼。伊嘛是一个真资深的文书工作者啦吼，啊，若听伊导览吼，早起有一寡朋友就已经听迄个赞成老师去导览大稻埕吼，相当精彩，对吧吼？好哦，说落来吼，嘛是咱重量级的贵宾啦吼，这李江桥基金会执行长，嘛是咱的台语运动内底重要贡献者张宏辉老师。阿辉老师啊吼，免小改这足有名的对吧？这足有名的吼。好吼，啊，过来吼，迄个过来就是专工吼，伫美国回来吼，美国回来的即个林地美教授，哈，地美教授啊吼，地美教授啊吼，伊是即个北医学院啦，北维学院吼，北维学院的教授安尼吼，啊伊嘛做过北美洲台湾人迄个教授协会的迄个会长吼，啊，伊的妈妈哦是杨千和啦。吼，地美教授是台湾第一个查某囡仔记者呢，吼，即个伫前修女里中读册啦，啊，即本《花开时节》啊，吼，啊，有拍出电视剧对吧？吼，就是。毋是电视剧啦吼，这本花开的时节，就是咧讲因妈妈迄个杨千和女士的故事安尼吼。啊，今仔嘛刚来到会场啦，吼，来到会场安尼吼。好，啊，以上啊吼，就是啊，佫有其他的在座真侪贵宾啦吼，咱就在遮就无去一一的小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但是伫遮吼，请大家互相吼彼此互相一个拍声好无？好，安尼啊吼，说来，咱就请即个郑良根先生吼，代表咱的主办单位来甲向大家致欢迎词，咱拍声欢迎良根先生。拄则吼，听到何信汉教授吼，而且安尼介绍大家，我倒忽然间一个想法啦，讲咱吼，可能咱立委吼欠一个专门台语文的运动的立委，啊，看伊安尼，恁大家有资格无？啊，所以即摆来有时若讲无好势吼，何信汉吼爱落个人发动算啦吼，但是咱这文化场吼，咱无爱较粗鲁啦吼。咱来讲啥物？咱今仔大家有欢喜无？讲台语有欢喜无？啊，发几句啊好无？好来，我来讲台语，来讲真欢喜。好来，讲台语，讲台语，讲台语。哦，安尼嘛输人无输阵啦吼，啊无咱讲咱个政治场拢较闹热吼，啊咱文化场咱安尼真义气啦吼，安尼大家安尼看者。啊，其实今仔日吼，我来到遮是真正欢喜啦。因为咱论坛吼，按即3冬外来，啊，咱拢伫网络咧见面吼，啊，我敢若我出我即个老人面吼，啊，伫遐吼，啊，足侪较少年的，伊拢无迄个面拢无认出来吼，啊，所以是今仔日足侪朋友是咱网络已经熟悉要到3冬吼，啊，毋过拢无机会直接安尼面对面，而且会当来开讲，所以我真今仔日其实实在是我上期待的。是咱确定的见面会，吼，咱有一个半点钟的见面会，啊，咱就大家伫遮来交陪，吼，啊来互相认捌，吼，啊讲台语真欢喜安尼吼，啊，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我感觉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啦，吼，啊，伊的宗旨是真简单，主要就是讲咱用台语来讲各种的台湾文化。毋定敢若讲台湾文化尔，嘛讲一寡世界事吼，所以咱伫即120集内面吼，咱有当然加减啊有讲到一寡语言的代志，但是迄毋是，迄是算较少数。吼，咱嘛有讲到戏剧的，讲到文学的，甚至咱嘛有讲到科技的。吼，啊上有名的就是啥物款，就是迄个 Meta 有无吼，含迄个 Mark 迄个Zuckerberg 吼，做迄个语音翻译的迄个工程师吼，伊嘛来介绍迄个。迄个 AI， 吼，啊，咱嘛讲着金融的呢，吼，免啊投资，吼，迄个吼，傅文先生嘛咧讲，金钱敢会当买着幸福，吼，像即种的题目，所以咱过去的时阵，吼，咱检采讲着你讲台语文，啊，咱会去限着即个符号的争论，啊，即摆用即个
甲来用台语来讲各种的台湾文化，啊，所以咱怎啊诚会使讲诚开阔吼，啊，所以是我鼓励大家吼，若是即摆休3个月，足侪人倒来选举啦吼，所以明年的3月开始，咱要重新来开始吼，啊，鼓励大家来。哦，今年，啊，毋过吼，你若无听着吼，啊，还佫有机会吼，你去 YouTube 吼，啊，你家己写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啊，伊就会走出来吼。啊，当然咱迄种影片吼，拢无加啦吼，完全拢无加，啊，所以是逐个咧啉茶咧下戏啦吼，还是拄啊，伫咧热头中啊，拢会走出来吼。啊，毋过迄袂要紧，因为咱迄是真材料吼，所以毋免看起来外表，咱拢毋免烦恼啦吼。啊，所以是我而且我就先安尼甲大家讲一下吼，啊，咱搁来发3声安尼吼，讲台语，讲台语，讲台语，搁来台湾文化呐，出头天吼，拄则阿辉有发的吼，啊无阿辉你来，互你来发一个来，你发较有力。哎呀，大家拢叫你现在有请，我要甲伊推荐参观市委哦。啊，咱是要讲台湾文化，是台语文化，啊，要用台湾文化，好，来，台湾文化出头天，来，较大声嘞来，台湾文化出头天，再来一摆，台湾文化出头天。水啦，水啦。我拄则即个洪伟讲到重点啦吼，伊讲到是要用台语文化，是用台湾文化。其实要开始这论坛进程吼，啊，阮各位发起人嘛咧讨论真久啦吼。若讲台语文化检测，大家来随知影讲恁要做啥物款。啊，毋过安尼到尾啊吼，即个台湾文化算啊变做是华语霸权的文化，咱的主体性啊完全无去。所以阮坚持讲好，无咱来用台湾文化。啊，咱来做一个开始，咱就想讲，台湾文化台语嘛是一个足重要部分呢，吼，袂使讲干那全部去华语掌握即个台湾文化的解说权，安尼补充好，多谢。好，歹势，这个伤大声，这个伤大声。哦，感谢咱真感谢这个郑良光先生啊，吼，也是迄个发起人吼，甲咱这个勉励安尼吼，说落来吼，咱就请咱的贵宾来致辞啦。其实啊吼，伊是要进前有先邀请这个姚嘉文议长啦，吼，姚主席。但是啊吼，姚主席今仔日吼身体欠安啦，吼，就是小可有感冒安尼，所以吼伊无方便啦，吼，伊就徛起来甲大家致意，大家甲伊拍扑啊好哦，甲伊感谢。是哦啊，说落来吼，咱就请这个文化部人文司的杨廷珍司长吼来甲咱勉励吼，大家拍声欢迎。姚志正、周县长还有郑创办人，大家好。啊，无来讲台语，迄个何新汉老师甲我邀请的时阵讲来讲台语，哦，我伫阮兜练足久的。歹啊，讲了无好，歹势。啊，毋过因为要讲台语，所以我来迄落小可看一个的吼，歹势。好啦，我今仔做欢喜代表文化部来遮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啊，迄个头个老师嘛有讲过，就是行政院伫迄个2022年有迄个就核定一个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啊，即个计划呢，预计要推动5档，啊，迄个5年的时间，伊要用迄个321亿元来推动咱国家语言的复振。啊，因为这国家语言就包括不只是台语啦，吼，啊，佫有客语、原住民族语，啊，佫有台湾手语跟马祖语。啊，阮文化部负责的就是台湾台语，啊，跟马祖语跟台湾手语。啊，因为伫旧年开始，伫部长的迄个推动，伊迄个支持之下，阮有推动一个叫做台语主流化。啊，阮希望讲吼，会当用表演，还是讲用讲故事，还是讲各种各式样的方法，包括出版册啊，还是讲伫电视啊、广播电台，比如讲会做 podcast 这。拢会当希望讲，大家伫咧你的环境当中，
就足侪人拢有咧讲台语，啊，你身处你不管开电视，你会感觉讲，台语愈来愈侪，啊，你开迄落听广播节目嘛是台语愈来愈侪，啊是讲去图书馆，搁再咱有迄落英语说故事嘛，啊是讲国语说故事，啊，阮有推动迄个台语说故事，爸妈就是讲囡仔人不管伫图书馆老师，迄落遐志工，遐个说故事的迄个老师，伊就用迄个绘本讲故事给囡仔听，啊希望讲。爸爸妈妈牵囡仔伫厝里内底，还是讲阿公阿嬷伫厝内底，拢会当牵囡仔讲台语，啊，互囡仔会愈来愈习惯讲台语嘛足好耍的，嘿，讲台语真趣味，我有学着吼，讲台语真趣味，互囡仔拢感觉讲台语袂感觉足奇怪的，吼，啊，所以因为像我是台南人，啊，伊落自细汉嘛是拢讲台语，啊，毋过入去学校开始了，拢来讲国语。啊，你若讲讲台语，就爱用罚钱嘛。我自细汉罚足侪钱的安尼啊吼。然后搁迄落就讲还有带狗牌，啊，因为阮就想讲，安尼5档，看会当安尼继续甲推动落去。以后讲台语是挂金牌，毋是挂高牌，安尼吼对。啊，今仔足欢喜讲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啊，因为看到安尼海内外足侪人伫遮咧推动台语，啊，我希望讲。今仔这颁奖典礼，互大家是一种肯定佮尊敬，啊嘛希望讲未来，因为台语这条路还佫真正足远，啊嘛是还佫足有一点仔，还佫有一寡困难来行啦吼。啊希望讲未来伫政府甲民间，大家共同的拍拼，努力之下，会当互这条路愈行愈顺，啊愈行愈好，啊以后真正咱若伫任何地方拢会听到囡仔。还是大人，大家拢咧讲台语，安尼吼，就祝福今仔迄个活动圆满，啊，大家新的一档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咱感谢即个市长吼，甲咱勉励安尼啦吼。其实啦吼，咱的国家语言伫政府甲民间共同的努力的结果啊吼，就愈来愈车赢啦吼。咱的台语的资源就愈来愈侪安尼。大家毋知有看即届的选举公布无？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届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甲推动国家语言写伫伊的迄个证件内底，选举公报内底。大家若注意去看，等于看迄个选举公报啊吼。内面有一组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伊的迄个伊写的证件内底就有一条是要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大家知影是倒一组无？我来听我声甲因恭喜一下有条啦吼，有条啦吼。所以啊吼，即个规个咱台湾即摆社会吼，这台语啊吼，甲以前无共款，以前是民间吼，民间咱拼甲要死，啊政府拢无要无紧吼，无要插对无？啊，即摆是政府甲民间做伙拍拼安尼，所以咱一定有更较好的未来。哦，啊，伫即内底啊吼，伫即内底哦，当然啦吼，要拍拼嘛毋是啊，讲拍拼就拍拼对吧？一定要有一寡带头的对吧？吼，带头的人，吼，啊，即个带头的头人吼，有真侪今仔日来坐伫即个咱的领奖的即个内底安尼吼，领就是咱的迄个得奖的得奖人、得奖团体内底安尼吼，啊吼，第一个啊吼，咱一定要讲，咱若讲到台语运动啊吼，我定定拢甲讲啊吼，这台语运动啊吼，上大起的条啊啦吼，上大起的条啊安尼吼。哦，这什么人会当有资格做台语文上大起的条啊？哦，周清玉馆长，大家呼我声甲，哦，我声嘿，就咱各位知影吼，国家语言发展法啦吼，咱虽然讲大家有共识啦吼，但是一直拢无法度通过，但是最后啊吼，最后真正会当排入立法院，互伊三读啊吼。就是周馆长的功劳啦，所以若无伊啊吼，咱的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啦吼是未通过的安尼吼，周馆长吼来哦，即届啊吼，即届咱颁奖啊吼，毋是颁互周馆长个人啦，周馆长个人是一定是迄种特别贡献奖啊吼啥吼，迄种级数安尼吼，啊吼，即届是要颁互台语文园区啦。大家敢知影讲吼，全台湾目前为止啊吼，唯一的一间台语文园区，唯一一间啊吼，进前拢无啊，后壁毋知影，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大家拢真下，但是大家拢说袂出来对无？唯一一间说得出来，伫倒一县市？
中华对吧？中华就是伫州县长遐啦吼，这个吼就是姚院长迄当阵做委员的时间，国防部讨转来迄土地，吼啊州县长甲伊经营安尼吼，经营甲即个即摆是全台湾唯一的台语文园区，而且吼内底活动啊吼设备展览愈来愈丰富啦吼，啊所以吼。这逐工拢有人去参观，啊，逐礼拜拢有活动咧，所以大家若吼毋捌去过，一定爱找时间去行行。啊，若有去过，继续落一段时间咧吼，一定爱搁找时间去行，因为逐届你去拢有无共款的面貌，无共款的展览安尼。所以咱的第一位团体奖的即个得奖人吼，就是咱的中华台语文园区，咱邀请周清玉董事长吼来领奖吼。咱邀请这个杨市长文化活动处的迄个杨定真市长来给咱颁奖，来请。来，领奖了后吼，迄个主管就请领小坐一下，咱等下三组的做伙翕相安尼，吼，过来坐落，那市长嘛请留步吼，咱等下就请留步安尼，好，过来吼，咱即个第一位得奖的吼，嘛真就是大家知影吼，咱台语运动啊吼，进前啊吼，就是上重要的团体，会当讲台语运动史内底啊吼。真重要啦吼，一个团体啦吼，即个就是讲早前啊吼，就是靠即个协会啦吼，靠即个甲迄个台语人的迄个凝聚起来啦吼，因为啊吼，即个咱咧讲的当然就是台湾罗马字协会吼，咱先欢迎吼张伟文理事长。张伟文就是台湾罗马字协会啊吼，伫台语运动内底啊吼，是真正是足重要的一个团体啦吼。早前的台语人吼，拢凝聚伫即个台语即个台劳会内面啦吼，所以啊吼，咱会当讲吼，即马咱台语运动有即马即个基础啊吼，就是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的贡献安尼啦吼。张伟文教授啊吼，伫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历史上啊吼，是做过上侪任理事长的啦吼，做过上侪任理事长的吼。伊啊吼，伊家己嘛足拍拼的啦，但是啊吼，伊进前去年就已经得过即个咱的文化奖啊安尼吼，今年代表即个世界台湾罗马字协会来领即个奖安尼吼，好所以吼好，过来吼，第三位得奖的吼，第三位得奖的是即个咱的即个前卫出版社吼，咱大家鼓声吼，鼓励。前卫出版社吼，伊今年得到。林文庆社长今年得到金鼎奖的特别贡献奖啦吼，咱知影讲啊吼，台语文出版即马真困难，对吧吼？其实嘛毋是干那台语文啊，所有的出版拢真困难，但是啊吼，前卫出版社出的册啦吼，拢大卖啦吼，咱的小王子啊吼，即马已经8刷啦吼，8刷啦吼，8刷了吼。前卫出版社吼，因为早前出台语文运动，出台语文的册，出东外的册，吼，迄拢无销，一直出到即马吼，变成逐本拢是做热门的安尼啦吼。好，安尼咱即马就邀请即个3位得奖人啊吼，来即个中甲市长请留步，做伙咱3个得奖人甲市长做伙来翕一个相，好无？来，市长嘛来啊，市长嘛请，来，好，来，大家面对镜头，笑一个，好，大家捧一声，吼，来。其实啦，这3个团体啦，吼，就真正是我因的得奖吼，拢真有意义啦，因为嘛代表，其实嘛是代表台语运动史内面啊吼，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过程安尼吼，真重要的过程。好，刷落来啊吼，咱应该吼，咱有要邀请这个龙川武装青年啊吼，来甲咱做带来一个表演，但是。伫表演进前啊吼，为着预防讲大家有一寡朋友啊吼，等下有代志要先走，所以咱大家做回来翕一个迄个合照好无吼？咱大家请留伫即个位面顶就好啊吼，咱的念名书等下起来台仔顶吼，伫台仔顶甲大家翕落来安尼好无？来吼。
歹势吼，甲大家回一个信礼，啊，嘛甲，嘛甲打来一回一农村武装起来找一个信礼。我上久无主持啊，吼，已经吼，所以吼一寡失觉差。咱吼调奖人是有安排致辞的时间的，所以讲袂记哩，真歹势啦吼，真歹势哦，一个会唔对，因为大家回信咧，上久无做主持人啦吼，因为我袂记得安怎主持安尼，哦好，安尼吼，咱伫即个表演进前啦吼，咱先邀请主管长来甲咱致辞，我讲一个调奖感言，大家拍声欢迎主管长。实在讲非常光荣，也非常感谢。毋过实在讲，这种应该是属于大家在场的每一个人，实在是真正先辈啊！特别伫海外，虽然离开故乡久久，但是伫海外伫外国，佮为着咱家己台湾的语言、咱家己的文化咧拼势。我想大家用热烈的炮声，甲海外特别努力的特别的主办单位大家其实做伙咧拼势，这毋是一个人个人会当做到，实在是正人，实在是正人。拜托大家热烈的炮声，拢甲大家感谢。其实大家努力，若无大家努力，可能台语会无去，然后毋是讲咱咧烦恼。真正即马听细囝、细汉囡仔，特别我伫师范大学教册，学生讲老师你讲的我听不懂，哦，伊讲得足好，我阁会记哩伫早前伫台北有三年小学3年的囡仔，会当英语甲我讲甲噜噜叫，结果讲台语伊听无，我实在是当特别紧张，就是安尼来。伫遮我想今仔日受到即款的鼓励，实在是毋敢当。毋过我要讲的是，咱台湾，恁知影有几个客家的园区无？客语的园区，31个尔。原住民有几个？42个尔。你知影？咱迄个是政府安尼努力出来，用几亿安尼做出来，但是咱的台语文园区。几个？一个，是咱安尼硬经安尼努力。而且我一分钟好，我安尼通讲，因为我会当有1分钟来讲话，我嘛要请大家用咱姚嘉文，甲伊鼓励一下，好不好？实在是伊有足大的帮赞，因为有足侪帮赞，若无我嘛无才调通做这工课，多谢，谢谢。咱真期待。新的政府好啊在，咱会当早昏选举上无要顾掉咱的政府，台湾赢咯，咱向大家拍拼。而且我想要阁讲3秒钟，咱头拄仔咧讲台语真欢喜，阁第2句是讲台语我爱你，第3句就是讲台语赞啦。这就是阮台语文园区，你若入来到台语文园区，阮做伙咧讲的3句话。所以伫遮，我想咱拢是同款的心，咱做伙努力。但是今仔日还有足侪路咱爱行，大家做伙拼势，感谢。咱感谢即个周董事长啦吼。其实咱头拄仔讲的即个台语主流化的口号，嘛是周馆长先画出来的口号安尼吼。好，所以咱就邀请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理事长周伟文教授来甲咱讲话。咱主持人信涵兄，搁咱在座所有来宾，大家平安出头天。今仔日真欢喜，我代表台湾罗马字协会。因为我即是搁回头搁做过来팀的即个理事长啦真感谢。咱现场嘛有咱台北嘛是咱台湾罗马协会的理事陈吉金泉理事伫遮咱嘛是毋是甲拍一个图一下搁有咱另外专工为高雄来咱前台湾罗马协会的秘书长嘛是现任的理事2位陈金花。就是搁有张志荣，
干事政委干事嘛是代表咱台，搁有咱即个阿辉阿辉嘛是咱进前台湾罗马协会的理事咱我甲拍一个鼓感谢咱台湾罗马协会嘛特别真感谢咱主办单位台湾文化论坛梁光兄梁光嫂，搁有咱赞助单位咱美国的即个戴文成基金会因为我较早伫美国读册的时阵我伫遐读博士的时阵，嘛捌得过咱戴文成基金会的即个奖学金嘛一个搁一摆感谢咱戴文成遮优秀的台湾人嘛带对咱台湾人家笑脸咱即摆呢台湾罗马协会会当得到即个奖真感谢咱主办单位、赞助单位的一个肯定互咱20当来呢，咱大乐会是为2001年开始咱是主张未来台湾就是要用咱台湾的本土的语言，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华语，阮是无承认的啦。华语就是甲英语共款，迄著外国语言，你要用无要紧，但是迄著外国语言嘛，所以这咱基本立场是安尼啦，所以不管安怎，阮就是坚持到底真感谢大家为旧年开始呢，咱大乐会嘛，佫有重新复刊即个台湾字期刊，这是有全罗嘛有汉罗，拢是用台语写的咱伫即个报道处遐，我嘛有炸一寡来因为较重等下若大家无去遐，欢迎各位当去索取，咱有纸本的，嘛有网络版，欢迎各位在座真侪先摆，甲咱投稿也是讲会当来斗宣传一下咱这是2个月一期的即个双月刊线顶嘛有纸本嘛有搁一摆呢，感谢大家咱嘛大家继续拍拼，为着台语的未来，为着台湾未来，继续拍拼，努力，多谢。蒋伟文教授伊推动台语最用心的。最近伊佫有成立一个叫做蒋发基基金会嘛拢有在赞助，像讲迄个 TJ 白话迄个书店最近嘛就是做出侪台语文的工课佫其实咱台湾有台语认证考试蒋伟文教授嘛是即个内底上重要的灵魂人物安尼咱大家来拍一个谱好无？即个大乐会得奖我嘛感觉足光荣的，因为我之前嘛做过大乐会理事长安尼，感谢。所落来咱就邀请即个前卫出版社的即个林文钦社长来甲咱致辞。各位大家好，来到即个场合，感觉足亲切的迄个叫做气氛嘛，拢真热烈。感觉讲台湾做台语、做台湾册的出版，嘛足有前途的。这个出版社已经做40年真感谢侪咱台湾的迄个同乡，甲台湾本土爱好的知识分子有咧支持前卫出版社。我定咧讲前卫出版社自开始办道，敢若讲要倒但是我感觉无啥物可取的但是若要算论命我算有着的对，所以嘛倒想要家己懊恼一下，好佳在你还袂倒，伫所有的台语文的时间内底，包括运动、包括出版、包括种种包括写作是出版这项工作相对来讲算是较简单的，对，因为有人写出来，阮是做出版工作，出版工作是算简单的代志啦。你只要有钱有想要做，重点是讲，做出来以后，佫加减有人要甲你买去看。安尼出版社才会活呢，无出版社嘛袂活，是所以我都真感谢久长以来真侪前卫出版社，咱嘛有足侪美国的台湾同乡阮早期的主有了国民党禁但是美国的台湾同乡足支持的，所以阮的画主伫美国销的，颠倒伫台湾销的搁较侪，所以我迄个叫做真感谢咱侪台湾同乡做热心，包括阮有出过一本叫做《台湾新文化》的杂志
台湾新华杂志，迄本杂志哦，足可怜的。结果吼，迄个叫做台湾新文化的杂志吼，前后派过3个人去美国吼去巡回演讲，是怎无款啊？我拄则就看到，这个林富文先生吼，是阮台湾新文化的这个支持者之一，吼，感谢你，对。啊，搁足侪吼，足侪都各地台湾同乡吼是好，时间剩，即摆剩30秒尔，好，所以我要甲各位报告的吼，只要前卫出版社若无倒吼，有关台语文的出版，请各位放心，阮会继续做，做甲讲，阮无法度做，好，感谢各位。英国啊吼，咱的台语出版是有台语就好啊，呢有台语大家感觉足感动的。但是即马吼，咱的台语出版已经进步到吼，已经会当甲华语、甲英语的出版吼，迄册的品质吼，包括伊的编排啦吼，安怎插图啦，规个规划吼，来通好相比拼，甚至佫比因较好。吼啊，前卫出版社出的册吼，都是遐个上好看的册啦。咱大家佫一摆热烈拍声哦。好，哦。接落来吼，咱为大家安排吼是这个农村武装青年啦吼，这个会表演啊咧，农村武装青年啊吼，大家拢知影啦吼。等下伊嘛是今仔日的得奖团体，因为因伫独立乐团内底对台语贡献嘛真大吼。毋过吼，咱先来请这个时间吼，咱先来请这个农村武装青年来甲咱为咱带来一寡表演啊，大家拍声欢迎。窗外的残痕传来鸟仔声，囡仔生日记伫农场伫遐，搁阿爸甲阿母是年时的乱歌声。因的青春拍一张公车票，沿路的风景酸甘蜜甜。 伊的笑脸藏心肝底，冷的笑容，故事为这开始。一台车沿一条路行，原来北湖半山过命。一支车牌啊，掺偌济故事。 可能开后一站就是三地厝，拍一张青春的公车票，和我来做主，有事无事做大事。 窗外的残痕传来鸟仔声，囡仔生日记伫农场伫遐，搁阿爸甲阿母是年时的乱歌声。因的青春拍一张公车票，沿路的风景酸甘蜜。 伊的笑脸藏心肝底，冷的笑容，故事为这开始。一台车沿一条路行，原来北湖半山过命。一支车牌啊，掺偌济故事。 可能拍的后一站就是三地厝，拍一张青春的公车票，
过命，一支车牌也插满这故事，可能脚的后一站就是三地厝，啊，一片青春的公车票，由我来做主，有事无事做大事。多谢大家，伤欢喜煞淡薄仔热，来一个哦。好，其实我足欢喜会当来参加这个颁奖的典礼安尼。那伊迄当阵我接到迄个台语录音的协会甲阮通知讲，有一个台湾文化的论坛，有一个要颁一个奖互恁安尼。讲哈，阮嘛有份啦，阮着唱歌尔安尼。对。那今仔就真欢喜当来遮，对，我即部是唱歌啦，我煞袂记，我袂当讲伤济话。迄颁奖我是领奖是等下的代志哦。人讲煞袂记，要开始滴数，你知无？头先一条歌叫无输一百输，咱来又等来。第一条歌伊个是我差不多3档前啊吧，应该是3、4档前。迄当阵公司台语大音要做即个无输一百输的即个节目，对，因这做领导走甲中华，我即摆住中华丽水，走到丽水去找阮，讲看我得合作，甲阮录一下即个歌呢。我想讲，因就甲我讲，即个节目是咧创啥？坐公车，坐客运去台湾游山玩水安尼。我是讲啊，真好，因为呢，我的老爸老母少年时阵就伫中华客运咧服务。阮爸爸是做站长退休的，对，所以我自细汉就是为田中坐中华客运坐去，往民间到南投市，阮妈妈后头伫南投，所以这个路线对我来讲是，迄毋知坐了几百届，你知哦？我著甲迄个感受啊写入即条歌内底安尼，对，对我都摕去因都会当摕去做即个节目的即个主题曲，对，我来完成这几条歌咧，这就是无输一百输一条歌。那后一条歌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叫做阿母的话，这条歌是因为阮囝即摆才有3岁半嘛，自伊出世也未出世，伫妈妈，这妈妈，伊伫妈妈的腹肚内底的时阵，对，因为有人讲迄个囡仔其实你对迄个腹肚讲话伊拢听有，你知哦？我讲好，伊妈妈腹肚的时阵。对，我就咧开始念迄小王子会听。对，我开始要找我家己念要知啊，我想说，咱做好准备，咱要甲囡仔讲台语。我对迄代时迄时阵开始甲伊讲台语安尼。妈妈我感觉比我较厉害，妈妈是伫咧囡仔还袂出世之前，迄台语人迄一句我讲袂透。伊甲因阿妈咧讲话，我拢爱替伊做一个翻译安尼。我是讲外国迄个人，对。即马我讲出来台语嘛，无讲足认真诶。阮囝拢会甲我讲，你安尼讲毋对啦。我囝即马台语比较高，对。所以我大概冤家拢冤家输伊3岁半。系啊，伊真正会甲伊讲，妈妈你迄讲毋对哦，是安怎伊会甲伊讲安尼。系啊，我就是因为想要有一个。就台语家庭嘛，甲在座足侪家庭是共款的，阮想要有一个，阮想要甲囡仔讲台语安尼。所以就是我一开始幼稚园以后，我带伊去上，伊是因全班唯一一个咧讲台语的，而且阮遐是彰化丽水，你有去过无？田庄，迄任何一个阿公阿嬷绝对台语写叫，但是伊舌头过就是，来阿嬷这边来。你怎么讲台语？嘿啊，伊就我过去看到阮囝就讲，台语怎么做厉害啊？我想讲，爸你当有台语爱讲袂要紧，对，迄就是伫阮遐即摆一个现象啦，对，所以我就甲即个，你知迄一个感受足深的，就是阮着田庄拢讲台语的所在，结果阮去幼稚园以后，伊是唯一一个讲台语的，所以我就想要讲要甲伊讲，爸爸甲你讲的即个话，
这是对咱的祖先、咱阿祖、阿公、阿嬷咧一直传到我遮到我，所以我嘛用这个语言来甲你讲，这是我送互伊的题目安尼，叫阿母的话。好。
好，时间无济，咱就来阮第3条歌，也是最后一条歌。这条歌叫做《自由的花》，啊，献给大家。嘿。好，多谢，我是农村不中青年，我是阿达拉，伊是李军，好，多谢恁。哦，各位啊，有好听无？真好听对无？吼，咱来感谢咱的农村不中青年吼，阿达拉甲李军翁阿某，吼，佮一摆上一个破声来甲因感谢。好。头拄啊吼，头拄啊，即个阿达有达主唱啦吼，伊有讲啊吼，伊伫学校，伊伫因的迄个学校内底啊吼，敢若因囡仔会晓讲台语对无吼？啊若其他大家拢袂晓，囡仔什么拢袂晓讲台语，要安怎？
咱来伫学校教育内底来甲推塞转来，对无？来甲栽培转来，对无？吼，啊，伫小学啊吼，讲教台语无稀罕啦吼，但是伫大学教台语，吼，恁有听过无？哦，啊！你大学的台语系内底教台语啊吼，无稀罕啦吼，台语系这本底就是阮的本业吼。伫毋是台语系的所在，佫会当用台语吼来教册安尼吼，安尼才是厉害对无？啊吼，伫毋若是伫学校伫台语系以外的所在，用台语去教册，教毋是台语系学生哦，佫得到全校的教学优良奖，才是厉害对吧？吼，咱捧个声来欢迎这位真厉害的教授周婉瑶教授。哦，用台语啊吼来教这个来教这个通识课程啦。哦，周婉瑶教授伊的专长吼就是专项正义。我相信在座侪人拢看过伊写专项正义相关历史的册，对吧？吼，啊就是非常伫这个领域非常权威的一个学者啦。啊，上难得的吼是用台语来教册啦吼。所以咱先来一个吼第二阶段吼，第一位得奖人吼就是咱历史教育手，就是周婉瑶教授吼，咱捧个声啊，加鼓励吼。啊，咱的颁奖吼，咱邀请姚嘉文主席吼来甲伊颁奖好无吼？来，咱嘛捧个声欢迎姚嘉文主席。好，啊，周教授，请留步，请小坐一下。啊，姚院长，请小留步安尼吼。好，啊，其实啦吼，咱讲啊吼，伫教育内底啦，要教台语吼，除了语言本身以外，文学嘛是真重要的一块，对吧吼？啊，但是啊吼，文学对一般人来讲啊，啊台语文就是看无要安怎吼？当然咱台语人看有台语，但对一般社会大众要安怎，互因会晓接触台语文学的物件，要安怎推广落咧？就是啊吼，爱用听的，对无？哦，互因用听的安尼啦吼。啊，这个詹文科广播电台啦吼，就是啊吼，就是一直咧推送这块啦。所以因有台语文学广播的系列啦吼，像之前吼内底有陈雷医师啦，就咱头仔讲吴医师的系列，哦嘛包括小红线的系列，用台语广播的方式推送台湾文学、台语文学。哦，咱欢迎詹文科电台的迄个罗家书社长，吼，咱第二位就得奖人就是詹文科广播电台。其实詹文科广播电台嘛，订立一位广播金钟奖啦，吼，包括吼，因得到这个广播金钟奖的这个非流行音乐节目奖甲主持人奖，吼，来大家来，吼，播个声，吼，来甲因鼓励，吼。好，吼，咱感谢咱的这个詹文科广播电台，吼，好，啊，说落来吼，偏偏是广播啦，吼，咱现代吼广播是传统嘛吼，啊那现代叫做 podcast 对吧吼，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吼用这个 podcast 来推广啊吼，对少年人来讲啊吼，更较厉害对吧吼？个就是真对少年人来讲更较惯势啦吼。啊你这个更较惯势内底，咱 podcast 要讲什么主题吼？哦，当然咱就知影讲啊，少年人拢袂晓台湾史对吧吼？对台湾的历史啊文化拢无了解哦，所以咱有一个海外的团体啦，竟然是海外对吧吼？海外的团体由李占先老师啊吼来这个带头的吼，伊先带一个台语班哦，伫海外，啊带一个台语班了后，这个台语班带了学台语学了要创啥呢？因就集结起来来做台语的 podcast， 逐集拢讲一个台湾历史上有名的高人安尼。哦，恁若有去网络听因的这个 podcast， 叫做你讲过我来听，哦，木子李啦，你讲我来听，你就感觉讲啊吼。听一集，凊彩听一集，你讲哇，这实在是足厉害的团队啦，足专业的，用台语讲这个台湾的历史，讲甲足水气的吼。来，咱欢迎这个武平来代表咱的这个制作人吼，新武平制作人来代表咱的这个你讲过我来听，来领奖吼。啊，伊嘛拢是伫海外专工回来的哦。好，所来咱先来翕相，啊，再请大家致辞来，咱吼先4位做伙翕相。
大脚抱啊声，大家。好，安尼吼，咱轮流计数啊，然后一场请当回座休困。无，咱轮流来计数，请3位有奖人留步，来，咱先请周婉瑶教授来甲咱发表一个得奖的感言来，大家抱啊声。各位午安我其实有写过啦但是看到姚主任有较歹势，因为几个当前我伫支那演讲的时，我有看过落台时我讲你哪会看过？所以我今仔写我其实有写啦因为讲叫我讲2-3分钟，我普通也讲2-3分钟，我就一定爱准备嘛歹势念出来看。我先讲一个就是咱即个大选之夜我含阮先生先去看即个郭文哲的场，伫凯道场，尾也甲去即个棒球看一个惊着啦尾也等于困袂去，昨当然足欢喜的，有当然足欢喜尾也但是若是袂露面我是感觉困袂露面。主要是感觉咱未来足艰难的足困难的可能无定剩3冬半会当救台湾所以今仔因为困无饱啦所以精神较差所以我想我本来就是讲话较含慢虽然大家拢讲你伫大学教册应该怎讲话，其实我拢爱准备啦尤其伫外面演讲一定爱准备所以。今仔真会当来甲遮领即个奖真正真感谢感谢即个主办单位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即个评审委员会我想有一个评审委员会来家己想的啦遮委员的即个肯定肯定甲毋甘弃嫌另外就是讲，虽然我伫台大，剩1分钟我1分钟嘛爱我讲，好，我尽量较紧讲了我伫台大用为2008年开始用台语来教咱台湾史当然咱准备真食力但是我感觉这就有意义的。这个课教5遍啦。佫甲拄仔讲佫得到即个校级的即个教学优良奖这是学生看起来学生是欢迎即款课，佫对即个教学内容有肯定啦但是我伫遮我定定去想啦，台大一年有16000门课一年我一门课啦佫加即个江文如教授江文如教授伊有顶会教好，剩偌久？看袂清啦，你迄写无清楚。佫加即个江教授即门课就是1/8000啦所以我是感觉咱。还有足长的路爱行另外，甲拄仔讲即个台语的主流化我昨当然足欢喜的我是也袂困去啦昨结局差不多开票开到1站就开始感觉会当放心上无咱了有毋通想讲4冬咱爱想讲咱剩3冬半，3冬到3冬半会当奋斗因为未来我想愈困难就是但是咱讲这台语的主流化，我昨去听赖清德咱这个新咱这个当选的新总统伊去致辞的时这个选后的讲话时，伊完全无一句台语我是感觉有甲伫这个欢喜的这个心情内面这个情绪内面，我有感觉失望啦所以我是感觉咱。台语的路真正要愈来愈困难，甲拄有讲嘛即马学校迄个幼稚园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是足少的啦
啊有诶拢无嘛吼，啊有上无一个两个吼，所以咱免啊，搁甲即个台语救倒啊，尤其救倒啊公共诶场所，会当用台语来讲话吼，教学当然迄另外啦吼，啊，但是伫咱公共诶场所，尤其咱台湾人上重要场所诶时，咱一定爱会当听到台语吼，所以咱民间爱搁继续奋斗努力吼，啊伫行台语即条路你我同行吼，咱大家做伙来拍拼，继续努力，好多谢大家，多谢。好，感谢咱的迄个周教授感谢咱大家继续拍拼啦好，后一位来咱邀请来致辞的是詹文溪广播电台的赖家书赖台长，大家捧一声欢迎。所有贵宾，还有咱遮好朋友，大家午安，非常的荣幸有机会来遮领即个奖吼。其实我是干那做台语节目，毋知影讲做到尾也甲咱农村武总青年共款，毋知讲唱歌会当得奖。我嘛是毋知影讲做广播做会当得奖安尼吼。啊，无阮旧年有入围咱文化部影视局主办的迄个广播金钟奖的艺术文化奖的迄个入围。但是无得奖，所以我想讲主办单位是毋是要甲我安慰一下？所以今仔日特别有即个奖来甲阮鼓励安尼吼，啊，我非常的感谢，因为阮只是敢若做一个台语的广播，阮做台语的广播就是拄正咱何秀兰教授伫咧讲的，要甲非常水的台语的文学透过广播，然后会当互一寡伊可能看无台语的、看无台文的，也是讲伊无咧看册，尤其阮的听友是中年以上的长辈风险较济，我希望咱足水的台湾的文化艺术会当透过广播互因听到，这就是阮伫咧10当前开阮即个节目的一个出发点安尼吼。啊，所以希望讲大家若会使会当去网络甲阮点出来看。阮的频道吼，阮的频道就是詹文溪电台，詹文溪就是台南的詹文水库的詹文溪。阮电台就是用迄个詹文溪的名，因为台南主要的河川就是。詹文溪电台会当找着阮的频道，阮有迄个 YouTube 嘛，有迄个 Podcast， 而且阮礼拜有迄个报现场的吼，今仔日做拄啊好，今仔日报第25集，咱陈女士的报九分，咱两位最佳男主角就伫咧现场，就是地亮光、中路甲伊的夫人，今仔日即出是因两个主演的。早起10点报过啊，但是无要紧，若错过的朋友吼，暗时啊9点佫电报，请你去詹文溪电台的网站线顶收听点出来，9点当准时听。嘛，你9点你无法度听，你会当伫咧1个月后听 YouTube 听迄个 Podcast 安尼吼。对，啊，这是我针对阮的节目来做一个宣传。啊，我真希望讲，因为阮真感谢文化部的影视局，拢有甲阮补助吼。啊，人文是我捌争取过，但是无当选。以后看有机会再来争取看卖嘛。阮就是咧做台语的广播，啊，影视局已经连续甲阮补助5档啊。阮今年要做一个较无共的吼，我是讲，阮过去做台语文学，今年要来做同款是台语的，但是要做华语文学翻做台语。已经得到吴念真先生的同意，吴念真伊的作品，今年要甲翻做台语的广播剧来演。希望大家今年但是。无一定啦吼，因为这文化部爱有迄个补助，若有通过，就是5月、6月，阮就会开始做业啊咧吼。希望有机会会当来报即个吴念真的广播剧，啊嘛希望大家斗介绍、斗开心。感谢咱的主办单位，非常感谢，谢谢。感谢咱这个来。毋是我吼，女主角嘛毋是阮某吼，我是干那骗一个声，无你听了误会吼。太吓人啊！真心声吼，大家暗时9点吼准时收看安尼。好，所来咱邀请这个新武平制作人来代表这个李公告来听，来为大家致辞来。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一定爱看过啦，院长一定袂甲我骂，因为伊知影我会当讲台语就足好啊吼，所以我爱看过才袂走进去吼。来。各位台语界的先进，我是美国 Atlanta 来的新武平，是美广告我来听的制作人。阮是全台语的节目团队成员，来自美国各地。阮拢总有16个人。大家都想要知影阮的年岁吼，
为26岁到40岁吼，我是22岁迄边的啦吼。毋过阮大汉已经读大学吼。阮做伙写台文稿，做伙用台语录音，讲100个咱袂记哩的台湾人的故事。我捌做过美国 Atlanta 台湾同乡会的会长，嘛做过全美台湾同乡会的副会长。伫台湾建国的路上，我真孤单，因为曾经我就是讲入去台湾同乡会，就会有公文站，结果毋是。因为内底有真侪人感觉讲台语是无重要的代志，一直到我来到这个台语课啊，这个哦毋是别个吼，我才找到高文站的温暖。你看，因为恁遮的先进，你是为着建国，毋惊人笑你戆，点点在做保存台语的工课忍受比我搁较济的孤单，做伙拍拼，无想别项，恁永远是阮学习的对象。今仔日真欢喜，嘛真荣幸有当徛顶遮，伫遮尔济先摆下骹吼，坐斗阵，是我转来台湾投票上欢喜、上快乐，嘛上重要、上期待的一天。阮海外转来投票的。真侪人今仔日拢等咧去甲新任的总统、副总统食暗顿。毋过我甲恁报告，我昨暗决定我无爱去，我无爱去吼。是安怎咧？因为伫即个世间，锦上添系恁知影就好。毋过煞中送团的人足少的，坚持理念的人较少。安尼大家拢知影我伫讲啥吼？恁遮的先摆吼，就是靠家己的力量，出钱、出力、出时间，嘛无惊路歹行，对无？毋惊人踢笑。这就是我即摆转来投票上好的据点。我已经摕到金牌啊啦吼。安尼大家听有吼，我毋免等啦，今仔日就是摕到金牌吼。最后邀请大家一定爱来收听李广告，我来听。李是李登辉的李，所以摸找毋到。李广告我来听。咱要来讲100个咱袂记哩的台湾人的故事，伫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逐个平台拢听会到。尤其你若是定定困袂去。阮李广告，我来听，就是你失眠的暗暝上好的朋友，大家拢同意吼。安尼，望台湾平安，望台湾顺遂 ，God bless 台湾，多谢恁的鼓励，多谢大家。有真互感动的致辞吼，就是咱台湾人的精神啦吼。好，咱的顶半场啊吼，等下就要来结束啊，等下就要有互大家啉茶的时间。但是啊吼，伫开始啉茶之前，咱共款啊吼，爱工商服咱吼梁光兄吼有一个即个啥工商服务进前啦吼，咱梁光兄吼伊讲吼，伊有即个纪念的即个布洛吉啦吼，要送互咱真辛苦的即个台语路协会啦吼，咱的迄个承办单位安尼吼，即个。立恒理事长吼，来，请你来头前，代表台语路领奖安尼吼，咱的即个发起人吼，梁光先生吼，要转送即个布洛吉互因，来。你看到即只海岸无吼？我看到迄个日头无吼？即个摆是足人啊宝贵啦吼，这是咱伫迄个洛杉矶吼在座。即个周馆长吼，你定定是几号的？即张是拢总限量啊100支吼，这是雕工楼这第7号的，第7号的吼。迄天咱伫遐，咱嘛有伫遐请周馆长伫遐做开幕式吼。所以即个是写台语文化大赛。我相信咱即个台语路协会，我入来看着足感动的，入来安尼，我11点就到位，一群少年。爸爸妈妈伫遮准备，这我看着感恩吧。好，这是
世台语文化大赛，啊，希望你伫正式的场合就唱安尼，应该甲出来，好。来，唱下就来。好，咱感谢咱的这个梁光兄啦吼。其实你若看台语路，咱现场这个工作人员啊吼，因拢是义务来斗相共的安尼啦吼。啊，透早吼，就是其实毋是今仔日透早就来食啦，但是其实足久以前就开始筹备这个活动啊吼。所以吼，咱甲大家拍一个扑啊声咧，好不好？吼，咱甲台语路的大家吼，啊个啊吼。其实啦吼，因为咱即个活动得到文化部的补助啦，吼，得到文化部才有法度租场地啦啥。但是啊吼，咱即个台语路的志工吼来遮斗相共啊吼，拢是无摕工资的安尼啦吼。啊好啊，但是然后咱有一个小小的伫中场休困进前啦，要来宣传有一个义卖啦吼。啊，即个义卖所有的钱啊吼，咱会捐互即个台语运动安尼吼，继续去推动即个台语运动安尼吼。好啊，即个。义卖的商品啊吼，咱来请即个虾米来小介啦吼，因为啊吼，这是迄个台湾通信啊吼30周年的纪念刊物安尼，咱伫现场啊吼有真侪要来义卖安尼吼，来迄个摕咱扑啊声欢迎迄个虾米好不好？啊，伊是总编辑啦吼。来，简单讲好。我嘛毋知我要来讲这。这本是迄个，因为台湾通信吼，为迄个梁光兄，就是伫洛杉矶发起吼，到尾到台湾，就是算做影响真侪先进啦吼，来读台文，了解台文，因为即个头期先吼，头一期是1991年啦吼，所以前3档就是大好30档，迄当阵就甲梁光兄参详讲，敢要来。就是来算纪念节吼，嘛是互即马较侪人，就是较无了解较早台语文运动吼，一寡先进吼咧做啥物代志，也是讲有啥物人参与，也是讲讨论啥物议题，所以内底有整理进前吼，有一寡较要紧的物件，我特别甲分类有整理出来，所以我是感觉你若对较早的台语文运动吼，毋知影有啥物人，有啥物代志，也是讨论啥物议题，其实。遮个物件就是拢有整理伫内底，所以这嘛算真宝贵的资料哦，所以真推荐大家会使学一本啊，等伊读看卖，就是好，感谢吼，感谢咱的虾米。其实这义卖得到的钱吼，咱就是要捐互台语路啦，吼，因为台语路这工作人员拢做免钱工嘛，吼，咱若去遐买啊，吼，咱这收费的，互台语路来做运用啦呢，吼。好，安尼说落来吼，因为咱啊吼，原本是按算30分钟，互大家交流接地啦。但是每一个活动，每一个人地数拢超过时间，每一个表演嘛拢超过时间，包括我家己啊嘛超过时间啊咧。吼，所以吼，咱少分10分钟好无？因为咱下半场有足精彩的节目，咱行去讲吼会袂赴，所以咱中场休困10分钟，吼，咱即马几分？好，咱中途休困者10分钟后，咱继续开始。若有需要去便所洗手的吼，为咱即个会场出去倒挖到底，便所伫2楼哦吼，迄边拢有放牌啊。
你，对啊，可以，就是想帮你拉正一点。你很小气的帮我打中间结。记得本的时候，
好，咱后半场啊吼，精彩活动就要开始咯，请大家啊吼来转来咱的座位吼，咱真精彩的表演哦，吼来吼。好来，各位哦，咱精彩的节目就要开始咯吼，请大家转来座位吼，这个咱等下再个继续开讲。热hen，咱请大家转来座位，吼，先转来，啊，等下有要搁继续讲的，等下再搁继续讲，吼。好，安尼咯，咱下半场的节目，吼，咱就来开始安尼吼，下半场的节目啊吼，真精彩。咱一开始啊吼，就邀请到咱的歌手吼，来苏莹莹小姐和伊的乐团，来大家拍声欢迎。各位等下咱听到啊吼。这个因因唱歌啦吼，伊的风格甲早起的农村武装青年啊吼，是两种完全无共款的类型，但是啊吼，拢足好听的，两种无共款的好听啦吼，所以两种享受，一届伫咱的颁奖典礼，一届就满足安尼吼。啊，其实我甲这个因因熟悉嘛真久啊，其实我之前上早听伊的歌是去唱迄个歌唱节目啦，哦，啊去人踢馆安尼，哦，唱歌足好听的，哦，啊到尾啊吼，我咧录迄个上拍台湾歌的时候，因嘛拄好是来宾来遐唱台语歌咧，哦，啊其实伊唱歌吼。足好听，咱等下听就知影吼。我特别爱听伊有一条，有人为你祈祷啦，吼，有人为你祈祷。遐吼，若是你有心情郁卒的时，听迄歌吼，哇，真正听了足感动的安尼啦，吼，啊，所以吼，这个 YouTube 嘛有这条歌啦，嘛有这对歌安尼吼，啊，所以吼，咱即马就欢迎这个茵茵来小盖伊的乐团，啊，去替咱演唱，来，我我先啊，去一届欢迎哦，茵茵。风中的
无开的，更勤无开。科技伤先进啊，吼，有当时啊，就毋知影要饲倒一粒对吧？哦，迄洗衫机新买来吼，我规排迄个毋知迄个要饲倒一粒才会开始洗对吧？好，就是安尼。好，来，咱继续来听。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英英，本来我嘛是有写歌啦，但是我嘛是最想要开讲一个，但是我知影时间足宝贵的，但是我想要甲大家讲，我是一个台语阿母，阮囝即马6岁，伫要7岁啊，伊为3岁的时阵开始，因为我拄着一阵足有心的阿母，我嘛参加着台语咯，台语共学团。所以就开始教我的囡仔开始讲台语。3档内底，伊的台语成长，我的台语嘛含伊做伙成长。所以今仔日虽然我有准备过，有时阵会偷看一下。若算讲有啥物所在，我昨足紧张的，除了是选举的结果，我足紧张的，搁有我咧准备要讲啥物的时阵，足惊讲毋对的。但是我知影大家非常的有疼心。若阵讲结束的时阵，我有啥物所在讲毋对，请你一定要甲我讲，我希望会当愈讲愈好。拄则2条歌是郑宇贤老师的作品，我想嘛是非常会当代表台湾的作品。接落来一条歌嘛，和郑宇贤老师真有关系，伊是为音乐剧《4月梦雨来》的。伊讲的是郑宇贤老师的故事，内底除了郑宇贤老师的5条歌。
其他的拢是写曲的倪天和老师，甲写词的王友辉老师全新创作的。真侪当前，我真荣幸有即个机会会当参加即出戏的演出，阁熟悉着一位甲我同款是台南乡亲的好朋友。今仔日嘛足欢喜，邀请到即位好朋友来甲我做伙唱即条甲音乐剧同名的歌曲，就叫做《四月望雨》。大家做伙来欢迎杨凤岩先生。大家好，你好，你好，真久无看见，是毋是拄则才去？对。咱是毋是爱介绍一个咱的爱啊？我本来是想讲后一段，这段的 talking 就安尼。安尼歹势，我所剧透啊！安尼歹势，咱顶来一个，真久无看见。搁一摆。咱即摆要来唱《四月望雨》，安尼大家过来欣赏看卖，即出剧的主题曲。是。多谢香港，接落来还阁有一条歌要含红颜做伙唱，所以等下较来开讲。我即晚带去现谱。接落来，就像拄则已经讲着，我要来介绍这两位，甲我做伙合作，甲阮做伙合作的这两位美丽的女性。
打更去的是白灰兰，伊有替足侪剧场的演出都会更琴，即马嘛是一位翻译家，嘛是一位足出名的剧评。叶地起，伊是其实伊是阮四个即四个台南乡亲内底唯一有台南户籍的人，所以正讲台南人。伊是阮贤四道乐团，是一个正式的乐团的中提琴手。毋管是古典还是正式，伊拢非常的内行哦。后一条歌就是阮贤歹势对，爱有一个拍棚仔的时间。后一条歌就是阮贤四道即个乐团团长王伟准先生的创作。叫做《七中天的卡诺佐》，内容是讲台湾第一间百货公司叫关百货故事。因为伟准团长，伊对台湾古早的建筑特别有感情，所以邀请陈正良老师来写歌词，写出一段纯情的少年家偷偷介意着叫关百货内底的电梯小姐的故事，希望恁会介意。有好听无？有对吧？真互人听了感觉
袂去迄种感觉，对吧？吼，好，咱搁一摆热烈的拍声来，感谢因甲伊的乐团。听了感觉有无够开无？有对吧？无够开对吧？咱等下啊吼，第一阶段的颁奖了以后，搁请因来唱，好不好？哦，好，刷落来啊吼，刷落来哦，咱先来进行下半场的第一thứ的颁奖哦，这吼真特别啦吼，真特别，因为吼这三位刷来，这三位的得奖人拢是少年家囡仔呢吼，少年家囡仔。哇，我会记得我进前入来学界的时啊，我甲韦文教授啊吼，阮入来学界的时。迄当阵啊吼，就是郑良伟教授咧画头嘛吼，郑良伟教授咧带阮。迄当阵郑良伟教授已经是教授啊，阮拢是助理教授。迄咱中午差一个副教授无吼，就是有迄个年龄的中拢无人啦。哦，迄当阵台语就是咧继续久照一批人，继续久照一批人。所以即届啊吼，会当有即马咱有遮侪少年囡仔吼，就是。少年囝来参与这个台语文化堂，会当讲啊吼，咱这个台语文化堂是幸福的啦吼，因为一代一代一直接起嚟安尼吼。哦，咱头一位啊吼，咱来欢迎这个吼，头一位得奖人啊吼，是这个打高台语文促进协会啦吼，你有郑志廷理事长吼，志廷吼，来甲咱来领奖啊。伊啊吼伫高雄啦，本来伫甲社区大学合作，哦，甲社区大学合作以后啊吼，到尾也独立登记做一个社团，哦，我想啊吼，在座真侪是伊的好朋友，对吧？吼，嘛办出侪台语文的活动的，哦，来，咱请这个创办人郑良光先生来帮咱办这个奖，哦，来，咱同一声欢迎郑良光先生。看大家下面遮热烈啦吼，就知影讲咱的志廷啦吼，实在是无简单对吧吼，办足侪活动的对吧吼，来大家捧一声，甲因鼓励。好，啊请志廷边仔小困者，等下会请你致辞啊吼，你先准备一下。好，第二位啊吼是这个台文博览会啦吼，夏美神师吼，咱先拍鼓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这个夏美我一定要等，夏美，伊啊吼特别赞助加码啦吼，这个咱的得奖人啊吼，咱的得奖人唔但领到咱的奖尔，伊讲啊吼，因这个吼，这个台语猫吼，台文博览会，佮专工去做这个存啊，台语文的存啊，甲红包乐啊吼，所以吼，等下要送互每一位这个得奖的团体甲个人安尼吼，所以咱嘛甲这个迄个夏美拍一个扑啊好不好？咱上常用的迄个台语词典啦，吼，台语词典吼，迄个找台语，吼，找台语就是夏美因开发出来，吼，啊，因嘛是这个台湾通信30周年的这个总编辑安尼，吼，贡献真大。好，夏美安尼，等下请你致辞，吼，你小说一下。好，第三位啊，吼，是乌妈妈协会啦，吼，因的名足长的，文婷，因的协会啊吼，足长的啦，做什么？甲囡仔耍台语，做伙来讲台语，耍甲乌妈妈，好无？对吧？足赞的，就一个吼，伫台北吼，北台湾真出名，啊，真全台湾嘛，好像台语文团体安尼吼。哇！你看少年囡仔有影无共对吼，吼，这个规个气氛就是真嗨啦，吼，真无共款安尼吼。好哦，啊，再来，去做伙去一个相，咱请3位得奖人甲颁奖人做伙去一个相。哦，佮有准备迄种专用的家私哦，袂歹。来，台湾国出头天，大家拍捧啦！赞啦，这个是少年会对吧？吼，赞。好，来说落来吼，咱先请迄个志廷吼，志廷会长来甲咱致辞一下。哦，来，咱捧一声欢迎志廷。好，大家平安吼，非常多谢大家吼。啊，我是郑志廷，啊，即摆是现任咱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理事长。
有通吼代表协会就台来领赏吼，要大先吼，大家先感谢阮长期伫咧打狗在地做伙拍拼的咱协会理事长吼。咱今仔有来现场的，像讲咱金花先生，还佫有黑米，还佫有即个 April， 咱在场有来咱现场吼。再来吼，第二吼就是上辛苦的吼，就是咱总干事处的人员，还佫有咱的工作团队。今仔有来现场的像迄个丹路吼，阿秋、阿杨，还佫有阿文、依欣吼，老高啊，你甲我补充一下，好，多谢。再来吼，佫有咱即马咱虽然讲咱是设伫这打狗吼，咱的会员是为世界各国的吼，特别吼，多谢这会员吼，共心吼，共理念吼，来做伙来三敬这台语文，做伙来相挺吼。特别吼，咱有协会吼，有3位吼，英务会员吼。头一位吼，就是咱的梁光兄吼，你家主办人梁光兄，佫有单位生的吼，即摆伫加拿大，佫有即个纳日生的吼，纳日生伫咧中华吼。即3位吼，自协会成立到今吼，甲阮支持鼓励，佫有听惜啦。当然吼，佫有咱即届办理的即摆展的主办单位吼，迄个咱的指导单位、主办单位、承办单位，佫有赞助单位，大家吼拢辛苦啊！咱迄个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吼，是伫2022年前年吼，咱正式来立案的。立案进前吼，阮顾迄个打狗台语开讲社即个名吼，其实已经伫咧在地运作7档啊。即7档吼，阮就是跟即个指导老师吼，陈金花先生吼，佫有即个咱历届的3任社长吼，迄个就是大家做伙开路拍拼出来。另外吼，嘛佫有甲咱牵成伴社团成长的即个台湾马蹄协会，佫有高雄市第1社区大学，伫遮嘛需要特别感谢。现此时吼，阮台语文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固定在做的台语时间吼，有像讲咱有非常完整的台语文的教学课程，为初阶班、进阶班，佫有全面台语认证的即个加强班，佫有教材教法的研习，佫有咱全年度的即个全台语的年度讲座吼，咱像讲咱今年吼一档12场，咱今年就是要来小改陈明仁，佫有2位作家吼，互佫较侪人来熟悉讲咱正港的台湾文学吼，咱这号做台文作家系列的讲座吼，咱这已经开办3档啊吼，嘛小改即个咱台语的文学吼，佫来咱嘛有像讲协会遮嘛有办理。即个教人安怎使用即个找台语的词典，佫有拍台语的输入法，这是由咱即个创办人夏美先生来亲自教学的即个台文假斯面的合办讲座。佫来佫有咱像讲线顶的开讲会，逐个月第3拜六吼，第3个拜六就是要提供即个全台语的舞台，互大家开讲的所在吼。佫来佫有咱帮赞大家使用台语思考。提升台语文能力的台文读册会吼，阮即摆协会吼，逐个月吼至少拢办理超过5场以上的台语活动吼。除了遮固定办理的活动以外吼，迄个协会成立以来吼，嘛有侪无共款的即个甲无共单位合作的经验吼，亲像讲旧年热人休热的时阵，甲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做伙合办即个罗马字文化节，即逐档的4、5月拢会办理吼。佫有咱旧年嘛联合超过10个民间的社团办理咱全世界头摆的单类台湾文学节吼，佫来咱嘛捌申办过政府的即个讲台语优古籍亲子导览的团队吼，营队，佫有即个甲高雄文学馆遮合作办理讲座、读册会、册展等等吼。大家吼，若是有任何的想法，还是建议，也是台语文相关问题，还是需求吼，拢非常欢迎吼，会使来找阮协会。亲像讲台语文资料的整理、翻写、翻译、文宣的设计、出版、活动规划、顾问主持等等吼，拢非常来直接来甲阮指教。好，多谢大家。各位啊，咱的打狗台语文促进会活动有办甲真精彩无？有对无？因有真拼死无？有啊，有值得得奖无？有啊，大家捧啊声，甲因鼓励。好，接下来咱欢迎夏美执行长。
大家平安，我是夏美吼，较侪人捌我，可能检测是迄个拍台语、吹台语，台文加什物记忆啦吼。今日真欢喜哦，我有着4个赏，吼，就是因为我嘛参与台湾罗马字协会，大高台语文促进协会、欧妈妈协会，我拢是会员，所以我有着4个赏。先感谢咱即个世界大学论坛吼，互我来遮受赏啦吼，特别感谢梁光兄吼，甲陈明生遮个先行者吼，因带咱。就是行这条路，嘛长期甲我肯定支持。我感觉若台湾人吼有迄个生涯贡献赏，应该互因才对啦，对不对？嘛感谢台语学协会吼，今日真用心备办这个典礼。我2016年的时阵吼，有机缘来学台语文啦，捌白话字，甲家己的爸母话吼捡转来，才知影讲台语有百几档的文献甲历史吼，是有大福气啦吼。过当年吼，2017年吼，为着要有人通同齐做伙讲台语、读台文吼，所以去参加即个大高台语开讲社吼，即个社团其实是迄个陈金华先生发起的。迄个2018年吼，煞无张持吼来接迄个第2任的社长安尼，吼自安尼就来烦恼遮个台语文活动。即个社团是设伫迄个社区大厦内底啦吼。自我参与社团去后，发现咱即个资源真少吼，用效嘛无讲诚好，所以随说台语文真恶啦吼，所以当阵就借社台的资源吼，去甲大高在地一寡店头合作，办全台语文活动。毋过其实你若看即马拜六礼拜，其实逐款的活动，别款的活动拢足济，咱要安怎甲人比拼吼？所以2019年的时阵，也是就是我做社长第2档的时阵，我就讲想讲迄个。规气啦吼，参甲舞较大出安尼，吼较有机会互知影啦，所以过来就是讲咱办活动吼，时间爱看好较长的吼，就是迄个爱客人豆豆传出去吼，所以买手就想讲就规气办几个月安尼啊，所以迄当阵2019年11月是办几个月，有20场的活动啦吼，是真无简单。其实迄当阵咧做的时阵嘛无共讲，咱迄个活动吼要来做伙讲台语，还是写台文无，我就是。当做即件代志是做事上的，逐工就是安尼生活就对啊。所以就是真无简单。迄当阵有公开募资，我募着20几万，毋过是一万一场，敢若万通箍，其实做无简单。其实咧做的人嘛，敢若2、3个尔。迄当阵活动其实有乐团念歌团作曲者来唱台语歌 ，DJ 伫菜市仔内底放台语的母语音乐，全台语的电影又上台文的双字幕。办台语市啊，台语的 DIY 教学在地台语行搭，嘛有迄个正统的党主席也是讲演员吼，用全台语演讲，办台文册展、台文艺术展览，佮出一本全台文的刊本吼，即摆到当无第2本，是毋知安怎，迄逐篇拢有教声音，或者就是想会教的全部拢甲舞就对啊吼。其实迄当阵评我结果就评我按算会加真好，就是因为。差不多来的人吼，到啥几我拢毋捌，所以我感觉效果真好。迄当阵嘛有影响到讲者、表演者、店头家等等啦。所以赶时前吼，咱有缘真欠即款活动，就是社会得的，互咱的青少年少年爸母通进入即个欢喜的气味内底。拄则咱有讲台语安怎？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咱若有法度进入即个欢喜的气味内底。想法就通豆豆去改变啦。所摆2022年吼，我就有发起即个拄则讲的迄个大高台语文促进协会，嘛想要招较侪幼稚吼，往即个方向做伙来行。所以即摆阮协会就是继续用即个品牌来做相关的活动。所以咱嘛希望讲，咱会当来做伙拍拼，甲台语文正常化，邀请咱各位幼稚朋友做伙来参与，感谢努力。好，感谢吼，咱感谢咱的夏美。其实咱吼，恁若有我的 line 吼，接到我的 line，有当时用大图对无？迄里面有罗马字的迄个对无？迄就是台语猫的啦，迄就是嘛是夏美因做的啦。吼，因佫有迄个啦，台语的刻字板啦，吼，里面是罗马字的。海外的朋友啊吼，无定有我去海外时有炸即个，就是迄套罗马字的刻字板去甲大家算过安尼，哇，迄就是因做的。来，大家叫拍声，甲因鼓励。好，出来，咱欢迎这个欧妈妈的润婷。润婷嘛，足拼死啊！你听伊讲。多谢大家，我叫做桂润婷。我特别先讲，今日我是代表欧妈妈领赏。我嘛绕足多人来，是因为
因为这毋是我一个人的想，所以嘛请各位欧妈妈的理干事啦、囡仔啦、公务员啦，啊有捌参加欧妈妈的活动的人，咱徛起来者，咱的名小可长，咱互大家，咱是做伙来讲台语，算甲欧妈妈好唔好？好，多谢大家。等下阁有一句哈，吼，你先休困，吼。大家平安，啊，各位先进，就感谢各位。行伫台湾话台语这条路，阁有咱台湾建国路头前的先摆，啊嘛就感谢今仔日的主办单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对啊，欧妈妈会对5月开始，就是拄则主持人有讲嘛，逐礼拜拜六拢会有伫线顶的聚会，啊对5月开始，就是我有互就是接一个任务，就是5月开始的第一个礼拜的迄个台湾文学欣赏会，就是我才会来到处理。啊，我就会拖阮这边的人做伙来处理，安尼就请大家多多指教，对。啊，来就是阮欧妈妈是伫2016年开始放，啊2019年正式正做协会，啊，阮的理事长是伫台北人，所以是伫台北徛起的一寡家庭。毋过阮的会员范围是全台湾，啊，所以今年后个月我就要转来故乡，对，所以来开始放阮下港的台湾家庭。是，啊，就请大家多多指教。下港人爱转去下港，就是家己的故乡，家己经营安尼。啊，伫遮搁需要讲一站，就是阮理事有甲阮干事有甲阮交代，就咱是台湾家庭，毋是台语家庭，咱是台湾人。就阮无想要讲家己是台语人，是因为就是咱知日本时代有讲国语家庭，迄其实是一个实名政策。所以就是阮安尼讲，毋是要呛啥的意思，毋过阮会希望像咱的台湾文化论坛用。论坛上会用决定用台湾，所以咱嘛希望咱会当诚做骄傲的台湾人。好，多谢大家。啊，所来要进入无情的工商服务时间，就是阮今仔日中昼面册有发一个文，啊，或者就是阮要我妈妈要来，就叫我妈妈，其实毋是阮做，就是叫我妈妈靠做，甲阮这个协会来做一个起印的软体，就是咱全台湾字，无论是白话字，也是讲汉字的部分，拢是全台湾字的软体。啊，当然这理由就是咱足侪先摆伫头前拍拼，不过因为即马就足侪无更新，所以就是这个理由，就是会当请大家直接去篇大文看。咱敢若万事交臂，阮处理项目已经用足久啊。就是，毋过即摆就是敢若欠45万，对，45万了后，欠着3个月到6个月就会当来出事，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对。啊，上尾就是介绍讲，就欧妈妈逐年上重要的甲咱2个活动。毋过阮平常时拜1到拜5，囡仔去学校的时间，就阮即阵人的会员，阮的目标就是家己的生活变做全台湾话的生活，无论是听讲读写，这是阮的目标。我嘛咧拍拼，所以阮目前日常的活动就是拜1到拜5，阮伫台北有带囡仔。就是爸母去上班，阮就是带囡仔，因为阮无想要囡仔入去到学校的环境，足侪人拢是伫学校的环境，才失去即个咱的爸母的，对。啊，另外2个上重要活动就是，我妈妈上重视的就是第一个上重要的日班，当年的日班，阮一定会办活动，无论是大还是细。啊，搁来另外一个是，阮我妈妈台湾国。对台湾家庭亲子会，当年的8月15迄刻头会来办，啊办伫无共的县市，就是等于讲台湾人团圆的概念。伫迄个台湾国，阮无希望是野队的形式，阮希望是，就是像拄则足侪头前的友子有讲，我唱的，那就领想；，对我广播做的，那就领想。毋过就是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因为咱台湾人伫现主时的社会，要用台湾话去做咱家己本身的熬做、的介意的代志，要做甲出头天，本来就足无简单。所以就是伫我妈妈甲咱在座各位台湾人，我希望咱共同愿望应该就是身体健康、健康成功。多谢大家。感谢感谢咱3位吼！你看，咱台语有遮侪少年人啦，还佫有遮侪母语家庭、少年爸母加入咱，所以咱的台语有5万无？有无？赞啦！大家佫互相一个捧仔声好无？好，按坐落来吼，咱共款佫请咱来基台的苏音乐团吼，来佫甲咱带来后续的歌曲咱佫坐来，再佫进行后一阶段的颁奖。来，大家捧仔声。
接来这条歌是为台湾有一个好莱坞这出音乐剧内底出来的。这出戏的背景是60年代台语电影黄金时代，各种风格台语电影受到观众非常大的欢迎。但是因为迄当时政府的压迫，台语片渐渐无人拍，这段历史嘛渐渐互人袂记了。但是这出音乐剧，互人看到台语片精彩的过去，嘛表现出拄着困难，犹原爱坚持拍拼向前的精神。这条歌叫做《当初时电影开始》，是王希文的曲，吕小艺小姐的词，罗志杰台语翻译。当初时电影开始。当初时电影一开始，感觉也渐渐谱出我的名字，一字一字遐尔看过，敢搁有一摆等待迄个时机，搁予我一摆。手牵手我，点点仔为你相拍。
讲出是电影开始。接落来，我要搁一摆来邀请我的两位甲手朋友来上台。接落来这条歌是我写给我的阿嬷的歌。伫我3岁的时阵，阿嬷为台南搬到台北来照顾我甲哥哥。阿嬷教我足侪代志，互我足侪陪伴，佮互我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就是台语。阿嬷过身以后，非常侪当，我嘛是有缘非常思念伊。伫一个困袂去的暗暝，我写着这条歌，希望每一摆唱这条歌，伊伫天堂拢会当听会到。这条歌是送予阿嬷的歌。
条歌，要来搁一摆邀请我的好朋友杨凤安先生就台。我在想讲，哪会无啥共款？sau来这条歌吼，伊的名叫做《阮的故乡就伫遮》，伊是咱足尊敬的吴景和牧师甲简雅山老师的作品。内底我感觉有真深的对咱这片土地的祝福，对台湾的祝福。咱两个人拢是长了教会大汉的囡仔，是。所以不管是对台语，也是讲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拢算讲是真有负担。有迄个使命，毋对。阮的故乡就伫遮，你有录过一个非常互人感动的版本。这条歌的 MV 吼，若看真正是拢想要流目屎呢。你敢要介绍一下？好啊，这首歌其实伫足久以前就录好啊，毋过就是伫疫情的时阵因为咱全世界拢真艰苦，我就想讲，那伊会当用音乐来安慰即个土地的人民。安尼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所以当时就请我朋友句号今仔嘛有来，和大家回首一下伊为着即首歌将当时疫情的迄个新闻的画面拢加做伙，伫即首歌内面，就是用画面加即个歌，甲大家个勉励。若是政府内底的人，阿中部长也是讲咱的蔡英文总统也是讲所有人民，逐个人挂喙暗，做伙来对抗即个疫情的画面看来真正足感动的。所以今仔日足欢喜有即个机会，会当甲你做伙来演唱即条足有意义的歌曲，送互现场的贵宾。嘛，希望大家会当会晓唱即首歌即首歌足好听的哦。咱去甲放出来听看觅。吹一个阮的故乡就伫遮，安尼咱即马做伙来欣赏看觅咧，多谢。的
上帝甲咱三共行，阮的心，阮的梦，祝福的梦想，四季拢像花香，无辜无半梦，这是阮的心所听上美丽的台湾，阮的故乡就伫这。咱的心，咱的不满，决断无空空，逐天拢有希望，上帝赐平安，这是咱的心所听上美丽的台湾，咱的故乡就伫这。咱的故乡就伫这。哇，真精彩对吧？大家讲有好听无？有对吧？哦，咱今仔日啊吼，节目啊是安尼安排甲遮多元，就是啊吼，要互大家知影讲啊吼，感受着讲，咱做台语啦，毋是干那责任，毋是干那付出尔啦，有当时啊吼，伊嘛是一种快乐，一种欢喜，一种享受，恁讲对毋对啊？对哦，好，所以来咱进行上尾一阶段的颁奖啦，吼，这个阶段吼，这嘛是迄个得奖团体啊吼，真特别啦。头一位啦吼，咱来邀请这个咱头拄仔为咱带来顶半场为咱带来真精彩演讲的用农村武装青年，农村武装青年啊，就是用台语歌声，哦，用台语歌声做社会运动，吼，真出名吼，拍拼真久的团体啊咧，吼。来，咱请这个迄个美国单位县基金会的理事长傅文理事长，哦，创会会长，哦，创会理事长，哦，来给咱颁奖。来，大家捧一下。你请小坐一下，等下请你秘书吼。好，第二位啊吼，嘛是真厉害哦。吼，咱是这个吼，咱的迄个台语剧团啊，伫台湾过去啊吼是真无简单的吼，真无简单的生存。但是啊吼，有一个剧团非常拍拼。哦，进前啊吼，我会记你伫台中歌剧院演出过这个强嘛要起行，对吧吼？这演到真轰动安尼，还是台数记者的这个文学作品安尼吼。啊，最近啦吼，最近吼，伊其实有演出一个足久以前有一个红袍吼，这个囡仔的台语戏，吼要希望讲要用戏剧的方式啊吼，来吸引囡仔来学台语安尼吼。咱来欢迎这个罗丽亚剧团罗丽亚剧团吴以金团长。哦，伊嘛是真拼死吼，真拼死安尼，哦，来。好，以前团长先小坐一下吼，小坐一下吼。最后一位啦吼，最后一位哦，这上特别，伊是对苏格兰回来的吼，苏格兰回来的安尼吼，苏格兰回来，陈文如会长 Jenny 吼。这一定爱特别紹介一下，今仔日的得獎人啊吼，有得獎人有兩個吼，有要
加码送大家物件啦，所以吼，因专工啊吼，为即个苏格兰吼载因的即个敏尖即个布洛吉转来吼，啊等下才请伊来，请 Jenny 来小解安尼吼，因苏格兰的即个会啊吼，真特别咯吼，因伫迄个英国的所在啦，进行国会游说吼，啊为台湾啊吼，咧拍即个国际地位安尼吼，就是迄个有关台湾国际，啊而且吼嘛争取真侪台语的物件吼，伫规个欧洲啊吼，其实欧洲的即个台语社团嘛足强的哦，毋是干那北美有台语社团，欧洲嘛有台语社团安尼，所以吼有一寡欧洲有一寡国家嘛有开台语课哦吼，所以吼咱台语是趟世界安尼吼，来咱来欢迎即个 Jenny 回去。好，来，邀请三位得奖人、得奖团体代表，做伙甲即个颁奖人翕相一下。来，大家拍个声。好，感谢咱的副文理事长，三位得奖人吼来发表感言嘛，请恁发表得奖感言吼，来，安尼咱先请即个杨大先生吼来，大家拍个声。大家好，我是农村不农村的团长江玉达，叫我阿达拉就好啊。其实我足紧张，因平常时无排记单，无排记单，我拢无啥晓讲话安尼。伊就是甲我排个，安尼最好笑呢，排记单讲话尔安尼。好，对我真正感觉，我毋捌想过讲。声乐团唱歌唱到尾来领一个台湾文化秀安尼，嘿，农村不创新人其实为迄个2007年左右来正式来成立。迄当阵其实我的用意其实真单纯，就是要写歌交政府安尼尔。嘿，真诶我无甲你骗，我就是要写歌，上街头，甲一寡弱势者去街头冲安尼，所以。去街头，去警察拍过啊，向掠过啊，去警备车，我全部拢算过啦。哎呀，唱歌了，这边唱了落，就开始空争安尼，对。这算是阮过去的一个过程。阮到即马出版过5张的专辑，对。为上早期的、上冲的叫做干政府，一直到去年。阮出版着上温暖的一张专辑，叫《互你的歌》，我写阮囝的。我为干政府甲互你的歌的一个过程。对，恁若有兴趣，真正会当去甲阮参考一下啦，吼。对。实际讲，其实阮初拄创这乐团时，因为我拢想讲要安怎用歌去讲社会议题，要安怎去甲。要去政府唱啥？迄当阵其实我无啥物台语的意识这个代志，因为我细汉就是一般庄脚囡仔嘛，就甲厝里人就讲台语，所以我细汉时的时候，我的台语比即马较好。应该做者庄脚囡仔较共款，咱伫庄脚的时阵就是就根本就无人会甲你讲华语啊，你就是伫厝拢讲台语啊，兄弟姊妹讲台语，厝边隔壁全部人拢讲台语。你的囡仔伴到国校啊、国中，一直到高中拢共款，拢伫彰化，拢讲台语，一直到毕业了去读大学，来台北。迄年我毋是我来台北1年，我跳偌长去时，阮母也讲，你台语哪会怪？我说未开始无练长安尼，对，就一直。对啊，这就是我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到我开始写歌时，我嘛拢无想讲我会当为台语做啥。其实一直到囡仔出世，迄前几年，嘿，到我回去家己的故乡彰化的时阵，我有机会去台南，嘿，教阮师是周定邦老师啦。我教阮师嘿学白话字，甲伊学念歌、学乐琴，对。我嘛来北投，甲陈明忠老师学乐琴，到伫这个过程中，我才开始意识着讲，
其实敢若单纯敢若写台语歌，甲台语歌写好即件代志，就是一个革命。我开始有即个意识伫咧，嘿，啊，过来就是甲阮囝开始讲台语，啊，过来就是我伫即几年，我其实，我以前讲者，我看周婉瑶老师的册，台湾史的物件，转型正义的物件，我开始去意识着讲，我伫即片土地生活全部一切，其实拢去用唱去啊，包含我的喙齿嘛是，包含我诚做一个台湾人，我的国家拢去用唱去啊，所以我要安怎去唱长啊即样代志，所以我开始对语言开始，我开始对囡仔开始甲伊讲话，甚至我进前我伫台顶唱歌，我是讲华语的。其实到囡仔开始伊出世以后，我就家己讲，毋管安怎，我去台顶唱歌，我一定爱接近100%讲台语，因为伊才会知影讲，爸爸平常时甲我讲台语，安奈上台讲华语怪怪，所以我一定要会感觉讲台语就是咱的生活中的全部一切，我用台语甲你讲全部的话，毋是讲敢若平常甲你讲尔，咱用台语去甲你开讲，去甲你讲数学也好，讲历史也好，讲啥物拢好。这就是我想要做互阮囝看的一个代志，对。啊，农村武装进来，阮会继续拍拼。有兴趣就网络会当买到阮的 CD， 伫台北应该会店内底嘛有卖阮的 CD。啊，因为阮需要做者表演的，因为我嘛爱趁钱，所以若是有任何活动，拢会当甲阮邀请。啊，要甲阮邀请，会当联络阮的太太，伊是阮的经纪人安尼。好，再次谢大家，啊，多谢主办单位对阮的肯定，多谢。好，感谢这个真互人感动的致辞，对吧？咱只要甲台语讲得好，就是一种革命啦，恁讲对不对？对，好，赞！来，大家搁一摆拍声，甲伊鼓励。好，接下来咱就欢迎迄罗里亚剧团，吴以真团长。各位先进老师、朋友，大家好，我是罗里亚的以真。我因为我有囡仔，我记忆无好啊，所以我看一个歌。大家好，真欢喜，真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予阮即个奖。我嘛是剧团，其实是12年开始做者历史、台湾历史啊，二八白色恐怖，佮有性别平权等等即种戏剧。有囡仔了后，才发现讲，我要带囡仔去看表演的时阵，是安怎拢看无台语的表演，所以就家己来做看卖。所以16年开始就有意识咧做台语的表演，亲子戏剧，嘛开始做 podcast 啊、办营队啊，佮有出绘本，阮嘛有绘本，做一个有诶无诶代志吼。就是希望咱的囡仔会当透过戏剧艺术，了解台湾的文化、本土语言。其实伫台湾做表演艺术真辛苦嘛，做台语的戏剧，观众人数搁较少。但是虽然讲人少，但是一路来，阮感觉袂孤单，因为在座有遮侪人哦，咱有一路来实在做侪友谊，认捌做侪台湾的文化。我感觉这是上帝互阮的路，就是讲虽然人较少，毋过一路来的风景是足水的。咱斗阵看足侪足水的风景，对我来讲，遮水的风景就是陪足侪囡仔大汉。我今日在座要特别感谢2个单位，就是台湾县基金会、龙山吼，阮足侪活动拢是伊斗相共，嘛是台湾县基金会互我认捌台湾历史，熟悉足侪受难者的长辈，甲因的故事才有法度变做舞台剧。过来就是你共跳台语文教基金会，陈鸿辉老师，遮侪年来，教阮指导台语，伊嘛是我的台语老师，希望我今日讲了才 OK 吼。就是好，上尾时间到，就是希望大家继续互阮鼓励指教，阮会继续拍拼，咱。咱做伙斗阵同行，多谢。
文化部即摆有一个表演艺术台语主流化的计划啦，吼，今年啊，还旧年啦，吼，旧年咱即个红部迄出戏就得到迄个计划补助安尼，所以咱就要杀即个台语的即个戏剧表演艺术讲台语安尼，吼。好，坐落来吼，咱欢迎吼最后一位得奖人吼，陈文如会长 ，Jenny 会长。多谢。我和我的阿兄坐伫遐，嘿，我的阿兄是颜永玲、严永能打狗乱歌团的团长，大家敢有熟悉伊？对。啊，我今仔日真荣幸会当徛伫遮，是因为阮阿兄甲我牵线的。要若无，我其实就是一个人讲是乌巴桑，但是我无承认我是，因为严永仁伊甲我讲我是苏格兰上敖干胶的乌巴桑，啊，但是我拢甲伊讲我毋是，我是苏格兰上敖干胶的 spicy mom 辣妈，我是安怎爱做乌巴桑，嘿对 ，anyway 好。今仔真感谢梁光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会当甲即个会当甲即个奖吼，会当互阮苏格兰台湾协会。其实阮协会人无济，差不多30几个尔，啊差不多是所有苏格兰的台湾人，我毋是讲中国人哦，也毋是讲伫咧台湾出世的中国人哦，我讲的是台湾人，差不多嘛是差不多安尼尔。但是阮就伫咧遐对我是2005年出国，啊，伫咧这进前呢，我是安怎讲用的是阮阿兄呢？因为我对18岁高中的时阵，我就拢无咧读册，嘿，虽然我是读高雄女中，但是迄当阵啊，伊拄好来高雄开始唱歌，我逐工拢甲阮老爸讲我要去读册，其实我是逐工拢伫遐甲伊哭啦，对，啊，阮就是拢伫咧街头，啊，拄则即个农村的武装青年，伊讲啊，伊但是拢伫咧街头唱歌，啊去互警察拍，即个代志我嘛有做过，对，我是你的学姐啦，嘿，对。啊 ，anyway， 就是到尾我出国了，我就是无想足济，无想足清楚，嘿，啊我就嫁人啊，啊我就嫁去一个苏格兰，我若阵我要去英国，结果我是去一个足遥远的番邦去遐。对 ，anyway， 啊去到遐了后，我嘛是搁继续甲阿兄有接触。啊，阿兄伫咧2018年、19年的时阵有来阮的 Edinburgh Fringe。对，啊，迄个时阵迄阵我咧上细汉的囡仔叫阿文啦吼。阿文我若遐逐工透早起来弹一个吉他，拢一直看阿文啊唱歌，啊就甲我讲 ，Jenny， 我感觉你安尼毋对呢。恁即个囡仔明明就应该是爱有番薯仔的模样，安怎看就是 potato 安尼尔啦。我讲，啊到底伊讲，我嘛想无啥，那减一味安尼啦。啊你番薯啊potato 啊生出来，哪会无番薯啊款？我讲，啊有一工伊透早起来，我想着啊，因为番薯无转来台湾打土去，所以番薯无打土去，袂生根，嘛无可能发酵。所以伊就甲我讲，你做老母的吼，无甲番薯吼带转来打土去，袂生根，袂发酵。你做老母失职，你知影无？我讲安尔话，啊我失职呢。所以我2020年的1月11号要投票的前，迄个投票所要关的2点钟，阮老爸佫牵我去投票，từ遐开始我就关伫咧台湾到即马，嘿，啊无啊，全世界疫情足严重啊，阮囝若伫遐可能即马嘛，嘿啊无出大啦，嘿，对。Anyway， 我等下到台湾了后呢，我就有经过足侪上帝的启用啦吼，啊，互我找着中营女中啊，甲新老爸伊妇产科的创办人2个苏格兰迄个女宣吼，啊因的故事，啊所以我就迄时足想要甲即个故事写出来，啊我迄时就想讲，安尼无我甲伊讲，因为即摆我是最后一个啊，所以时间应该袂当限制。对，我带阮阿兄来，所以我讲2杯。anyway， 就是我即摆就是要甲大家讲啦吼，啊，我迄阵就是有找着即个故事，啊，迄阵因为我其实是真久吼，拢无讲嘛，无用华语思考，所以我迄阵就是直接用英语吼，甲因2个人的故事写出来，啊，我就是准备要来出版即个即2个苏格兰女宣的故事，用英语啊用绘本的方式，我按算要甲即2个绘本早转来到苏格兰安尼。大家嘛知影吼，其实阮苏格兰台湾协会自古以来就是拢一直伫咧迄个国会内底lobby，因为阮即个
阮台湾 Taiwanese 伫咧遐算做一个 minority group， 就是少数的族群。所以讲有真侪物件，比如讲去互中国人欺负，去互中国人 discriminate， 去互迄个一寡问题，就爱靠阮家己来争取。吼，所以阮社团常常拢是咧做即种代志。啊，有当时啊伤硬性的物件，阮就感觉讲，有当时啊用一寡较软性的，所以迄阵我就找着即两个苏格兰的女选的时阵，我真欢喜，我就用英语家己写出，用绘本的方式。阮原底是要用英语来塞转去苏格兰尔，但是迄个阵，我的阿兄的牵手，伊就甲我讲，伊即马拄好咧教金华老师学台语文，就是白话字。啊，因为伊想，阮阿遐2020年9月初5迄天去佚佗，大家拢知影啦吼。嘿，啊，迄个时阵阮拢伫咧后台，啊，我伫咧后台时阵，我有甲伊，我隔讲吼，伊就伫咧迄个，我有甲伊讲啦，我甲伊讲，你要做的代志吼，我一定会甲你担起来做啦，嘿，啊，你放心去佚佗安尼，所以我行到倒位我拢带伊去佚佗。啊 ，anyway， 就是迄阵迄个阿芬就甲我讲。你会当用台语来翻译，因为足侪人若用英语，拢用华语咧翻译嘛。我讲无啦，255当前的台湾人，而且即两个苏格兰的女选来到台湾，长老教会就是用台语、白话字、客语、原住民语，在介绍外来的即个新的知识，帮助咱台湾吼会当现代化。所以我有讲一定爱恢复古早迄个时台湾人的公荣感。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开始去找金华老师学台语，吼啊嘛，真感谢金华老师、维文教授啊，足侪人来甲我牵成。啊，即个绘本翻译了，嘛爱特别感谢前卫出版社，嘿，因为这根本就是了钱，无可能会趁钱，嘛有可能会囤足侪货，嘿，浪费恁的空间的代志。所以，但是迄个时阵，君婷就甲我讲，要紧若有意义的代志吼，阮社长有交代，就是爱做就对啊啦。所以我真感谢恁，嘿，会当互即个绘本来出版，对。即个绘本出版了后吼，大家知影嘛？其实阮苏格兰台湾协会做的代志，就是惊讲要做即个文化，但是阮真正的用途就是要做台独，所以呢，就是阮过去吼，一直拢是伫咧即个国会内底，阮拢大家人拢会问讲，恁是啥物人嘛？啊，看到阮即种 Asian 吼，即个面图啊，因拢会拿准恁是 Chinese， 所以等下大家若有兴趣，我遐有摕阮的墨纸。吼，大家人会当摕一张阮的墨纸，吼，阮的墨纸做了真特别，吼，一张30块的台票，嘿，毋是讲伊足贵，是讲伊真特别，因为阮拢摕迄张墨纸呢，来当互大家看者吼，就是阮若要入去国会议员的办公室的时阵，就是阮要去国会议员的办公室的时阵，阮拢会先甲阮的墨纸拄落讲 ，Hello, we are Taiwanese Association, not Chinese, thank you。对，所以因就看到因就足特别的安尼，因就会甲我迄张墨纸留的，袂甲伊单掉，嘿。好，就是阮就是迄个时阵就常常甲遐苏格兰的人讲，其实台湾甲苏格兰有真深的关系，因为呢，古早是伫咧155年前，马可对阮 Edinburgh 出发来到台湾、台南即个所在，甲咱即个长老教会甲所有现代化的知识，用台语、用英语的方式来，互咱台湾人有国际观。而且咱迄个台湾若无长老教会，吼，阮无可能有民主，吼，因为长老教会自古以来拢是徛伫咧民主的第一线，吼，所以阮就想拢甲即种物件偷偷啊塞入去国会议员内底啊，有即本册了，佫愈好势，因为2019年的时阵，用人去爱丁堡唱歌，啊，我就有邀请足侪迄个爱丁堡啊、苏格兰的一寡政治人物。吼，啊，就是囝仔来听歌，啊，但是真正要甲因讲，台湾毋是中国，嘿，反正阮若是做即种哩哩扣扣的代志，足厉害，嘿，啊，就是，嘿，啊，所以迄时阵，迄个时阵Edinburgh，爱丁堡的市长甲议长，因就甲用人，答应讲有机会就一定要来台湾，所以迄阵呢，2019年的时阵，一直到。最后呢，2023年好不容易呢，阮就甲伊处理啊来台湾安尼嘿，啊所以2023年的3月，爱丁堡的市议会访团有来台湾，啊来，而且呢，我有甲因讲啦，毋通去迄种迄个
中国城，嘿，啊，因为因建牌拢是去台北，啊，我甲伊讲 ，you know actually you going to Taipei, you going to China, so you don't, so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come to Taiwan, you have to come to Tainan or Kaohsiung, you know, you have to go south. 然后然后因就讲，Oh really? I never been there. You know like 因为建牌拢是外交部拢甲伊安排去台北一日游安尼啦吼，啊我就甲伊安排来安尼，啊就 anyway 嘛，伊用足济气力，因才有法度来台南甲高雄。啊因来时阵，迄个泽啊，阿铁啊，嘿，迄个王伟泽，伊就足用心啊，伊就买100本即个绘本，啊，就送互即个 Edinburgh 诶 City。啊，所以即摆爱丁堡有100套咱的白话字甲英语即种双语的绘本伫个爱丁堡的小学啊，甲即个即个图书馆。啊，我要讲的是，迄个时阵阮过去的时阵吼，因的爱丁堡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看到甲显开看到英语甲台语的时阵，伊目屎咧用要淋落来，目眶红啦。伊讲，伊袂输咧看到即两个苏格兰的富人人透过即个介生爱要死去的文字，佮飞转来到伊的故乡，啊，转来才歇安尼。所以我讲，所以迄个时阵我感受最深就是语言，伊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如果即个语言若无去，安尼咱的文化就会失去。好，因为伫个2005年的时阵，苏格兰的国家语言法有通过，伊内底第一页就写讲，语言是文化的根呐。你的语言若死，文化死，即个民族就死。吼，所以好啊，要 conclusion 啊，吼，大家毋免烦恼。我知影我肚做枵的，好，即摆就是总选举，大家人应该是一半欢喜，一半真艰苦啦。其实开票开到差不多6点半时，我家己用驶车去港边吼，我伫遐一直听用咱的一条歌叫做《Formosa Lily》，嘿，啊，我足艰苦的。啊，内底用人甲我讲，其实开场的时阵，伊就讲，伊讲台湾吼，无一定爱有阿里山嘛，无一定爱有101啦，因为迄两个物件拢是阿拉上爱来的，所以无一定爱有因，但是台湾一定有需要在座坐伫咧遮吼，认真拍拼，啊，搁朴实，哦，啊，搁友善，啊，搁善良的台湾人。所以未来呢，阮的工课就是。阮希望会当大家知阮的副总统是萧美琴嘛吼，啊像阮即种海外的台湾人，其实阮嘛毋是啥物特别的人物啦，吼，啊阮就是做妈妈就是教囡仔，吼，啊爸爸嘛是教囡仔吼，所以阮希望未来呢，应该爱培养济的萧美琴，互阮的囡仔会当用双语，就是当地语言甲台语，不管是客语。台语、原住民语也好，会当伫个世界用因的专业，用迄边因的国际语言，转来到台湾嘛，当用台湾的母语言替咱台湾人发声，这是阮海外的台湾人即马上爱做的代志，甲大家人共款来勉励，啊，会当互阮的台湾囡仔呢，会当来像阮阿兄伊去佚佗的时阵吼，伊进前就常常咧讲一句话。啊，阮着甲即句话做即个伊的面巾吼，啊，互大家人，伊就是讲希望阮大家人台湾人，只要阮台湾只要做家己啊，全世界拢会接受阮啦，吼，就是只要台湾做家己，全世界拢会接受你。所以咱的囡仔一半番薯仔，一半不管是 potato 也是啥物货拢好啦，吼。搁较安怎，着爱互阮的囡仔会当骄傲，讲母语，做家己，做一个勇敢世界的台湾人。多谢。好，咱感谢咱的 Jenny 精彩的演讲啦。好，最后啊，咱活动最后，咱邀请所有的即个贵宾得奖人主办单位做伙起来台顶，咱大家做伙翕一个相做纪念，好无？好，来请各位得奖人、各位贵宾还有主办单位，嘛邀请即个贵宾的家属啦，啊，得奖人的家属，像讲嘛邀请迄个咱的演出单位，迄个莹莹，
哎嘛邀请恁做伙起来安尼嘿，啊，迄个玉萍咧，伟文老师因来牵手嘛伫遮，好个平走。好，安尼咱今仔日啦，今年的颁奖典礼就到这结束。吼，咱若是对边仔纪念商品有兴趣的，嘛当继续看。啊，无大家就明年再会，感谢大家。